副总统选举辩论特别报道，请锁定公司台记台。这是公司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观众朋友大家午安，2024年新家年头头一天，感谢大家收看咱台记台2024大对决副总统电视辩论会特别节目。在这先祝大家2024新年快乐！今仔日同款，请大家来先收看11间媒体来主办公共电视来制播的副总统电视辩论会。会后嘛有现场咱的专家学者。为咱大家来做分析，来了解今仔日的来宾。头一位，信民两岸协会理事长吴清良。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大师大政治所教授曲条雄曲教授。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政大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连丰仪。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原地大学 EMBA 教授高仁山高教授。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快乐，新年平安。那么，咱即马赶紧就来进入2024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的现场。一家媒体举办本届选举总统、副总统辩论会的用意所在。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参与今天辩论的3位副总统候选人。按照先前抽签决定的辩论顺序，第一位要介绍的是民主进步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女士。第二位是台湾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女士。第三位是中国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先生。在正式辩论之前，我们也要请3位候选人到台前来握手致意。请现场的贵宾用热烈的掌声来为他们加油。谢谢，请候选人回到您的发言台。今天辩论会的进行程序和总统辩论会相同。一共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候选人的申论、媒体提问、候选人交互诘问，以及最后由候选人来发表结论。主办今天媒体的11个单位，请容许我跟大家做个说明，包括了中央社、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联合报、三立、台视、民视、华视、镜电视、TVBS 以及公视。今天参与提问的媒体代表，也请容许我先做个介绍。第一位是自由时报副总编辑陈山荣先生。第二位是民视
资深主持人许仲江先生。第3位是 TVBS 资深主持人钱怡君女士。第4位是联合报执行副总编辑王茂珍先生。辩论会就要开始了，也请容许我再提醒3位候选人必须注意的辩论规则。辩论会全程不会按您干扰，在您的前方我们设有计时器，时间一到，计时器您的麦克风就会在5秒内缓慢的消音。也请现场的贵宾在辩论的过程中保持安静，不要鼓掌或鼓噪。今天辩论会的第1个程序就要正式开始，由候选人发表申论。依照先前抽签的辩论顺序，第1位要请民主进步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女士进行申论，时间8分钟，请开始。主持人、提问人吴欣怡女士、赵少康先生，以及在电视机和网络前面的国人朋友，大家好。首先要祝大家2024新年快乐，也谢谢大家在元旦连假期间跟我们一起关心这场选战，关心台湾的未来。再过10几天，台湾即将要选出未来4年带领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有国际媒体说，这是2024年全球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全世界高度关注台湾人民即将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什么样的总统，因为这个选择不只关系到台湾的未来，更关系着台湾是不是持续在正确的道路上和国际一起合作壮大，还是从世界脱队，成为风险的来源。这攸关全球的稳定跟繁荣。这8年来，因为对的政策，台湾变得更加的活跃和壮大。我们告别22K， 走出经济上多年的困顿和停滞，成为全球供应链的要角。在全球政治上，更多国家选择和我们站在一起，因为合作带来更多的安全与机会。然而，国际局势的变化非常快速，台湾和世界正面临3大变局的挑战，等待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第1个变局是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这包括高科技供应链的重组、美中贸易战以及俄乌战争下带来的全球经济放缓和通货膨胀，中国内部社会经济情势的不透明，以及全球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冲击都持续当中。面对全球经济的变化，过去8年，蔡英文总统用对方法，6大核心产业的推动，在近邻永续成为世界先进产业发展的新标准趋势下，以安全效率的供应链取代低成本竞争的上一波全球经济。台湾逐渐站稳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角色，而且举足轻重，不可替代。我们增加了3成的公共建设预算，投资3大方案的政策继续在做，让我们整体的国力持续提升。也因为过去几年台湾经济不错，所以我们全体国人同胞也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包含发放3倍券、5倍券，也帮大家加薪减税，增加幼托、长照的福利，减轻人民的负担，稳定民生物价。接下来第2个变局是地缘政治的不确定，威权势力的扩张，美中之间的竞争，俄乌战争所带来的国际局势的变化，让许多国家在变动中也在找寻因应之道。面对地缘政治的动荡，台湾努力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发展关系，在两岸关系维持稳定和平的现状，这是两岸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对于台湾所期待的最大公约数。我们更以冷静不躁进、理性不挑衅的态度来应对，这也是8年来蔡英文总统被国际社会所信赖的路线。这样的立场不仅让我们赢得国际的信任，
在2024年的现在，确保台海稳定的现状，更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共识。第三大变局，就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跨国挑战正快速爆发，包括气候的变迁、新兴科技、大规模传染病、跨境犯罪、假讯息、网域、资安与数位安全等。这些新兴挑战不但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造成影响，甚至可能演变成安全与生存的威胁。这几年，我们刚经历了新冠肺炎这个全球疫病对我们的冲击，就是一个例子。面对这些挑战，蔡英文除了争取更多国际间双边合作的机会，也扩大办理全球合作训练架构 GCTF， 透过美日澳等理念相近国共同合作的平台，针对气候韧性、防灾减灾、公共卫生、跨境打击犯罪、数位治理等诸多议题，建立有效的交流机会。我们有足够的远见，充分接轨全球新知，才能妥适因应与前瞻布局，共同掌握国际共同合作的机会。我们的副总统在未来应该要有国际观，要有世界观，要有面对世界的智慧与能力，成为国际所信任的合作对象，我们才能够在面对这些挑战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力量与资源来因应。世界在改变，台湾要往前走，我们不能再依赖8年前、16年前的旧思维、旧方法。国民党所提出面对未来的政策，无论重启服贸或引进大量的终身来台工作等等，就是这些陈旧的主张。台湾不能回到过去，或许是因为选举的关系。最近国民党常常说，民进党执政大家民不聊生，但是回顾8年前国民党执政的年代，当时的股市只有8100点，年轻人的薪资停滞在22K， 社会照顾资源匮乏。如今台湾人均 GDP 已经超越韩国，达到将近33000美元。这几年的经济成长居4小龙之首，台湾对外出口也成长了70%，而且无论是幼儿照顾或长辈的长照资源，都成长了好几倍。劳保基金累积拨补到今年也会超过2亿。各项的国际评比都显示台湾的竞争力不断的上升当中。无论是台商回台投资，或是外资看好台湾来台投资，在蔡英文总统任内都屡创新高。两相比较之下，就可以知道谁说的是真。民进党就是比国民党会治国，更会照顾人民，更会拼经济。对的路就是要继续走。当然，台湾整体亮眼的经济成长中，难免有一些被遗落、生活比较辛苦的人。我们除了用加薪、减税、增福利的方式减轻大家的负担，我们更会与时俱进、滚动式的检讨，我们更有调整的能力，提出最好的成绩。走对的路，让下世代的台湾人都能够安居乐业。接着，请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女士申论，时间8分钟，请开始。主持人、2位候选人、媒体朋友们以及全国在观赏的民众们，大家好，我是吴欣盈，台湾为叫我欣盈。8届的总统选举里头，我是唯一的有实务财经经验的候选人，也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多说一点经济，少用一点蓝绿恶斗的政治口水战。我希望政府能与民间一起携手走回亚洲4小龙当时的路，
经济向前行，台湾再赢。20年前，我离开伦敦的金融业工作，返回了台湾，考到了保险业务员的证照，同时也从科长的基层开始做起。在那时候，我也负责了企业基金会。在国际上，我受到许多的肯定，例如获得跟罗克菲勒有关的亚洲基金会的首席董事。此外，也代表民间团体以联合国安理会做报告。我也有许多协助过的非营利组织，让他们站上国际舞台。例如，台湾的乳腺癌症协会受到小布希总统夫人的表扬以外，也得到《时报周刊》的专访。这一切都证明了二轨外交让台湾走上国际绝对不是问题。做公益让我走遍了60几个国家，总岁喊我阿公的甲我讲，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为人民服务。我积极推动了乳癌筛检宣导，以及讲者说生命故事，服务也超过了1100个机构，以及20万的长者跟同学们，这都是回馈社会的实践。和台湾企业深谈，我也发现台湾的产业发展不平衡，收入往高科技产业倾斜，服务业、传统制造业生产力低，赚不到钱，批发零售、餐饮、物流，劳工做的老汉、老官、老黑，赚不到钱，吃不饭嘛吃唔饱，少年人唔敢结婚，唔敢生囝，阁无钱通买厝，对未来无希望。蓝绿都没有责任吗？其实，服务业的薪水不涨的原因就是 ECFA 的服务部分被绿营挡下，台湾的青年就业市场就受到限缩。两岸的 ECFA 和全球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是禁止劳工跨越边境移动，入境工作的干部政府都有严格的管制，不应该误导民众。有工作权就有投票权。绿营挡得住台湾赚钱的机会，请问民进党为了选票，你敢期盼人民的这种行动哦？再来，蓝绿都说要拼经济，也说要提升产业，但在这8年，什么台湾经济却为什么没有改善呢？我第一个提出碳税条例发展条例，要求政府10年碳定价路径图，并要求接轨国际最低税支付，就是为了要打造台湾成一个亚洲科技中心，比如荷兰在欧洲一样的地位。此外，我也提出央行法修法，推动主权基金，要帮台湾人民赚钱。蓝绿两党都说要拼经济，为什么这多年来就无法改善就业环境呢？因为蓝绿不懂如何开源，也无法提升国家竞争力。政治的要的是执行力，而不是你们连抄都不会。然而，这一次的选举，我也发现到年轻人比上一代过得更辛苦。今天对台湾一般的家庭来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以及安全。领薪水人干嘛奇怪？为什么啥物拢起，干那薪水无起？那这谁要负责任呢？再来就是安全问题，我们的生活环境、校园安全、职场安全、国家安全，现在台湾已经被外国说成是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了。柯主席说，要面对问题，问题才能够解决。只有民众党才能理性务实的面对问题，让台湾人民尽早脱离蓝绿恶斗、偏离轨道的痛苦。作为一个国民，一个新手妈妈，我不能袖手旁观，让我们的国家走上冲突，让我们的经济越变越严重。AI 时代的来临，将量子电脑以及大数据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所以我们需要提升 AI 长远的政策，协助产业人士转型、培训等远见。我来自业界，习惯思考10年以上的长期投报，与传统的政治人物4年看是否能连任
的短线思维不同。不过，要发展 AI 之前，要有完善的个资保护机制，所以我也主张引进欧盟的 GDPR 个资管理法，让人民做个资的主人，才能防治被诈骗。这一套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规范，已经有50几个国家，包含日本、韩国都已经采纳了。让我再说一遍，你们连抄都不会吗？因此，要打造数位转型，在立院期间内，我提出了人工智慧法、个人资料保护法、电子签章法、资讯安全管理条例以及数位医疗发展条例，都是可以让台湾升级转型的解方。各位乡亲父老们，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日本有失落的30年，台湾也失落了20年。20多年来，你的生活有变更好吗？甚至于我敢问说，我们还有多少个20年？错误的政策跟贪污一样可怕，让年轻人赚不到钱，买不起房子，生活中还是缺钱、缺电、缺蛋、缺疫苗，缺，便成为2023年的关键字。我们的政党不应该被意识形态绑架，最好的政策就是要为人民想什么是最好的，对台湾什么最有利的。政治就是落实在生活的每一天。这次的选举可以让台湾全面翻转的机会。这次拥有更好的选择，投民众党，可以摆脱蓝绿的恶斗，让台湾的经济重启，回归正轨。弃蓝绿，保台湾。1月13号，请出来投票，用投票改变我们的未来。1月13号，由你投票，下蓝绿，投更好的选择。1号柯银配，投柯银配，台湾温娘。谢谢大家。现在请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先生申论，时间一样是8分钟，请开始。大家好，大家好，他凯豪，两位候选人还有我们主持人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刚刚肖女士一开始就说这个风险来源，我在想说，台湾的风险来源就是民进党啊，就是民进党执政这8年，把台湾搞得兵凶战危啊。全球关注台湾没错啊，关注什么？关注台海会不会战争啊？大家都担心台海会不会战争啊？那谁引来台海的战争？那不就是民进党的政策吗？马英九时代8年有这样子吗？然后呢，这个肖女士又说国民党都是过去的老的思维。我光举一个例子就好了。侯友宜赞成将来要开放大陆的观光客到台湾来。马英九时代大陆观光客曾经高达400万，民进党现在有多少呢？观光在全世界占 GDP 的11%，无烟囱工业，促进双方的了解，又可以给台湾带来这么多的外汇，民进党为什么要阻挡呢？我最近到台湾各地去看，哎呀，那个基层真是嗷嗷待哺啊，很辛苦的啊。不管是计程车司机、游览车司机、民宿、旅馆、餐厅，这个伴手礼，各种基层的民生用品，他们都觉得生意很不好啊。所以这都是民进党造成的啊。民进党刚刚讲了半天，说他8年来执政有多好。如果执政这么好，怎么会有65%的人要下架民进党民调呢？所以我也讲嘛，我们也很公平了哈。就如果说你真的觉得8年来你的生活又比较好，就请你继续投民进党，没有关系，继续投。如果你觉得你不好，过得不好，而且未来更不好，就请你投国民党，投侯友宜、赵少康。好，我在这里要宣布哈，辞去中广董事长。那这是我的辞职书啊，我现在就签名。本人自即日起辞去中广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董事职务，辞职人赵少康，日期113年1月1号啊。我一直在等赖清德了，哎呀，等来等去，望穿秋水也等不到嘞，哦。赖清德他的违建是一回事啊，他旁边的违法的房子由国安局来租用，还有20几个特勤租用，还给他修缮，还要付
这个租金20几个特勤去看守那个房子，一个非法的幽灵房屋，而且这个房子还不是他的，还是他儿子的。我给他算了一下哈，20几个人，一个人薪水5万块好了，一个月就是100万，一年就是1200万，4年就是4800万，再加上费用啊什么一大堆啊，膳食啊等等，我给他算起码7000万，这4年起码花了7000万。请问赖清德，这是不是贪渎？这是不是贪渎？这笔账到底怎么算？哦，那另外呢，这个而且呢，赖清德哈这么一个违建能够处理成这个样子，对不对？连于天都说跳跳得西啊，拆掉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呢？柯文哲妈不是这样做的吗？那为什么到你就不行呢？那国家有难的时候，你这样处理政事，我们真的很担心呢。难道到时候你就用哭就可以吗？靠我拜，靠我这拜嘛不好啦，真的是这样子哈、哦。那赖清德最近还想要证明制宪，证明制宪给台湾带来危机的时候，赖清德怎么应付啊？我就替他，不是替他，替我们担心了哦。那另外，最近这个以前当过卫生署药政处长的王惠博士，台大药学系毕业，他说赖清德当立委的时候，去关说海桥公司的精神病科的用药，你当立委可以去关说用药，结果呢，这个王惠博不从，他就砍他的预算，冻结他8000万的预算，不给他通过。我请赖清德出来说明。我也做立委啊，我选了3届啊，我从来没有做利益的关说。你当立委怎么可以去关说药品呢？怎么可以呢？王惠博现在是公开来指控你哦。你当立委去关说药品，你当副总统，你的房子要国安人员违法去帮你看，然后呢4年花了7000万，你当了总统还得了吗？你当了总统要怎么办？我觉得你比阿扁还不如啊。阿扁至少当立委的时候，我没有听过他有任何贪渎的事情呢、结果他当总统还贪渎，那你在立委就这样，你在副总统就这样，当了总统还得了吗？好，我除了辞掉中广的董事长以外呢，因为啊赖清德常常讲了哈，说赵少康啊将来什么功高震主啊等等一堆哈，赖清德啊，你宪法骂他鬼啊，宪法副总统就是备位啊，备位要怎么正主啊？不过，当然我也深自检讨了哈，说这个备位副总统到底做什么，好像也没什么事可干嘞。哦，所以吕秀莲那时候才说他是深宫怨妇嘛，吴敦义才说，哎呀，他批的公文还没有行政院的1%啊，早知道也不想做了哈。好，既然副总统也没什么事情可干，我在这边也郑重宣布，我们当选以后，未来4年副总统的薪水我1毛不要。福利也统统不要。仁爱路那个副总统的官邸，因为吕秀莲当副总统的时候请我去过，还蛮大的，地点还不错。我也不住，我要把它拿出来做青年住宅。我看里面大概可以勉强挤个10几20个人。不过如果按照赖清德这样违建盖起来，他院子很大，起码可以容纳100个青年，统统免费，统统免费，院内抽签统统免费，水电费我出。当然总统不一样啊，为什么？总统日理万机啊，总统真的日理万机啊，副总统是备位哦，所以呢，这个特别啊，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哈。民进党很会抹红啊，抹红人家第1名哈，连侯友宜都要去抹红。侯友宜爸爸是加一个菜市场卖肉的肉摊贩，也要抹红人家，抹红我哦。我其实真的不愿意讲哈，家庭的悲剧有什么好拿出来谈的呢？大家知道吗？我的祖父，就我父亲告诉我，我的祖父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面被逼迫受不了上吊自杀的。我的外祖父，我妈妈告诉我，是在共产党的监狱被枪毙的。我父亲从年轻去当军人抗日剿匪，被共产党抓了2次，一直在东北，一直在海南岛，9死1生都逃出来的。我父亲曾经说，只要共产党在一天，我就不回大陆去。后来他还是回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你的祖坟都破了，要他回去修祖坟，他才回去。
我们这样的家庭，我们亲中，我们卖台，你在讲什么？只是大夫无私交了，我们不以私害公，个人恩怨真的不重要，个人恩怨不重要，个人的喜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岸一定要和平相处，重要的是2300万人的前途跟他们的利益。现在进入第2阶段的媒体提问，一共有4位媒体的代表将对候选人提出问题，每人提问1分钟，再由3位候选人轮流回答，每人回答时间是2分钟。依照先前抽签决定的顺序，我们首先要请《自由时报》的副总编辑陈三荣先生提出第1个问题，请提问。3位候选人午安，我仅代表《自由时报》提问。首先，请问萧美琴女士，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外交受到中国的围堵和打压，处境艰难。未来如果您担任副总统，要如何协助总统突破困境，拓展外交？如果两岸关系没有改善，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台湾加入更多国际组织？同样的问题也要请教吴欣盈女士和赵少康先生。你们批评民进党的外交政策，说民进党外交做得不好。未来你们担任副总统，一样要面对中国的压力。请问你们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可以增加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数量？谢谢。请萧美琴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好，谢谢陈先生的问题。台湾的外交处境确实非常的困难。那我这几年在第一线跟我们外交的同仁一起打拼，确实也遭遇了不少挫折。中国打压，中国一直用它全球的力量在孤立台湾，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就像辽 K 贵那样的精神，一直找寻可以突破的空间。那我们的方法就是第一个，跟理念相近伙伴能够深化关系。这些年我也累积了许多的经验。刚刚陈先生提到未来怎么协助总统，我也会协助他持续的来扩大深化跟理念伙伴的关系。当然我们需要很务实，因为我们面对困境也是现实。务实的做法就是以台湾实质需要的议题来找寻生存的空间。我举个例，我们跟美国没有邦交的关系，不能够签条约，但是我们长期存在着双重课税的问题，所以我们透过国会议员以专案立法的方式来协助台商在美国的布局，有效的解决双重课税的问题，同时也解决许多美商，包含今年许多大型的跨国公司来台投资。我们看到美光、微软、Google、Amazon 等都扩大在台湾的投资。我们很务实的解决大家的问题，强化台美之间的合作，增加我们经济繁荣的韧性。当然国际组织的参与也是一个重点，所以我在申论期间就提到，我们跟美日澳等理念相近国也定期的举办 GCTF 全球合作训练架构，来拓展台湾跟其他伙伴合作的空间，持续的扩大国际的参与，做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请吴欣盈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谢谢你的提问。我觉得台湾的外交困境是这个重点啊。那没有人说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不过针对比如说我最近去 COP 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外交部就是穿国王的新衣，然后被我点破薄情纱啦。OK， 那今天当然因为时间有限呢，我待会儿有准备一整串的我跟外交部之间的 COP 的，从10月3号到我出国之后的一些记录，到时候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同时我也要求外交部要把这个官网要更新，要做一些更正，待会儿记者会我们可以再谈。那我觉得回到原点，就是说以当副手的部分，我怎么样能协助总统来推广我们的外交？很简单，第一个
就是说在国际的部分，我们要注重二轨外交，就是 Track 2 Dialogue， 还有注重这个双向贸易协定跟双向的一些交流。像台湾已经签署了30几个 BIA、FTA， 虽然没有在许多的国际组织，这也没有阻扰我们能在国际上交更多的朋友，有实质上的这个合约签署。比如说，我有讲到央行主权基金，央行说它不是 IMF 的会员之一，可是许多的央行是央行对央行之间也签着所谓的 credit line swap， 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确保我们的外汇存底在经济全球波动的时候是有一个保险的。所以就是说，没有人阻止我们签双向的这个协定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从法规的部分要 interoperable， 就是要有互通性。像我刚刚讲的个资法、GDPR 欧盟的规格，或是说全球最低税制的这个部分等等的，只要我们跟国际上能搭得上线的话，我觉得能有更多的国际投资进来台湾，台湾的相对性重要性会是提升的。因为现在如果只有台积电富国神山的话，大家看到我们只有想这个，我们要想一些有富国群山的概念来提升我们的经济，也保护台湾。谢谢。请赵少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前外交部长前副曾经说过，大陆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上位政策。民进党不相信，要去闯的就是我们丢了9个邦交国。那民进党执政了8年，外交上有什么成就呢？9个邦交国就这样丢了。任何的国际组织我们参加了吗 ？WHA 观察员也当不了，国际气象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国际的这个环保组织，没有一个组织进得去的。然后叫我们吃莱猪，我们也吃了，核食也吃了。我们进了 CPTPP 吗？进了 RCEP 吗？跟中日、台日签了这个 FTA 吗？跟美国签了 FTA 吗？所以第一个，我还是主张，如果我们执政的话，还是要跟大陆谈外交休兵，不要再抢来抢去了，无谓的浪费。第二点，我们自己的实力要提升。我当环保署长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经济还不错，法国卖给我们这个幻象2000，卖给我们拉法叶。法国的女环保部长邀请我到法国去，我沿路从荷兰、德国、法国、丹麦，我见了10几个部长。包括环保部长、经济部长、其他的财经部长，很多在办公室里见的。为什么？不是在外面呢？为什么？我们有经济实力嘛。当你有实力的时候，这些国家就重视你。我这个到这个巴西参加 Rio de Janeiro 的这个 Earth Summit 地球高峰会，跟美国环保署长面对面2个人开会，讨论我们两边怎么样的合作。马英九执政的时候，120几个免签国，包括美国。1个邦交国都没有丢，那他到底丢了什么主权呢？你们常常讲说，这是他卖了主权，他出卖了什么主权呢？主权不是好好的吗？那你民进党执政了8年，你又获得了什么主权呢？我看什么也看不到主权呢？这个不能参加，那个不能参加，这个邦交国那个邦交国丢了，没有任何主权获得的嘛？这是我的答案。接下来，请民视资深主持人许仲江先生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好，3位副总统候选人好，我是民视许仲江，想请问有关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台湾要如何强化国防的议题啊？那台湾的国防预算在这8年从3500多亿到现在的6000亿啊，表面上看起来是创下历史新高，但其实占台湾的 GDP 才将近2.5%，那相较南韩都有2.8%，新加坡甚至是达到3.2%。那其实美国方面也希望台湾的国防预算能够达到3%啦。那这也显示台湾在强化国防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想请问3位副总统候选人是否支持继续投资国防？有哪些可以再强化？那例如这几年在做的潜舰国造、国机国造等那加上这个义务役士兵役期从4个月回复到1年等等想请问3位副总统候选人对此有何看法？谢谢。请吴欣颖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谢谢你。民众党的国防政策其实发现到台湾的面临的问题就是两岸军力逐渐失衡，军购弊案连连，还有留营率低以及部队人力严重不足的问题那我们的愿景呢，其实是以国防最大的愿景是备战而不畏畏战。能战而不求战。
那同时呢，我们对国防的目标是面对强敌不被击垮而坚持作战的军队，全民要有信任，能战胜军队，也要落实国防，建立友军的这个合作军队哦。那其实从实体的改革的部分呢，我们是想说，要军朝实战化、专业化、合理化、透明化的方向改革。那总结呢，我们也认同，就是说我们的 GDP 花费要拉到3%的军方花费哦。那刚刚讲到这个志愿役跟军人的部分呢，我可以跟大家顺便分享一下。我上个月在政大跟学生们做一个票选活动的时候，一投票呢，只有1/4的学生们愿意说要作战啊。那其他有3个选择，就是像这种我 OK 啊，你先上啊之类这种答案。所以一般的民众其实不要打仗的。那要怎么样？就是说有这个从志愿役以及义务役的部分的分配啊。那从台海的部分呢，我们是以义务役为主，那志愿役为主，然后义务役呢是作为备守以战力的消耗补充的部分。然后再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军人已经不多了，军人要有更好的待遇，他们的薪资也要更高。在国际上的话，在美国、新加坡，就算是现有的军人，而不是退休的军人，他们的机票啊等等都会容易给他们做，所以我们要好好照顾我们这些军人。请赵少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中国的国防预算是我们的17倍，你今天2.5%、3.5%、5%、50%，你也很难拼。但是是不是就算了？当然不是。我们就要集中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一直主张要源头打击，就是我们的飞弹、我们的这个火力要能够打到大陆沿岸的这些基地，海上歼灭。如果你要用船来这个运送这个官兵的时候，海上就要歼灭你，滩岸阻绝。绝对不能让你上岸。民进党今天的政策是打什么巷战呐？打这个登陆战呐，那台湾就完了。你可以让台湾打巷战吗？我们年轻人愿意打巷战吗？好，那当然了，就是说这个国防的这个准备啊，一定要钱要花在刀口上。我不是举例吗？我们一艘潜舰530亿，日本的雷金号150亿，比我们还强还大。你可以说我们是第一艘。但是以后他也编了蛮多的3、4千亿要编剩下的7艘啊，这个钱有用在刀口上吗？还有什么人来操作这些武器？要军人来操作。那你知道我们的志愿役编制是多少吗？21万人，15万应该是主战部队。结果现在多少吗？有史以来最低，我们现在的编制只有15万5千人，主战真的能够拿枪打仗的7万人，后备的都是满编，主战的都不满编。那这些人将来怎么打仗啊？你给他再好的武器，他怎么去打？所以我主张，而且你待遇太低了嘛，一个二兵一个月给人家3万5、6千块，谁来啊？所以我主张，将来的战斗部队每个人加薪2万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用比较高的待遇，而且这只是合理待遇了，这叫什么高呢？对不对？然后呢，募集一些有志之士、愿意为国效劳的职业军人。义务你不能靠义务军人、靠义务役去打仗，当然是职业军人为主嘛。你职业军人充实了以后，才有战力了。请萧美琴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好，在提出我们的方案之前，想先针对刚刚几个错误的讯息来做一个说明。第一个，赵少康先生提到说，民进党是两岸最大的风险来源。事实上，这个违反全世界的认知。全世界都知道，现在造成两岸紧张的不是民进党，而是中国共产党。今天菲律宾没有民进党，但是一样在南海地区有摩擦、有紧张。日本的军事预算未来也将增加，不是因为民进党，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外扩张的野心以及他们的言行举止。那另外，刚刚吴欣怡女士提到说有军购的弊案，那战斗蓝也说要查办黄曙光，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有很多国家的人才是超越政党的，如果没有证据，就不应该抹灭我们每一个专业人才对国防的付出以及努力。那我们要提升自己国防的3大方向，包含第一个，
要强化训练，让不管是义务役或者是志愿役的训练能够更符合现代的需求。第二个，我们在军备的升级上有采购以及自治的2个方向。第一个，我们扩大对外采购，能够自己做的就自己做，不能自己做的我们去买。那同时，我任内在驻美代表期间，也争取了许多技术的转移 ，F-16的维修中心，让我们可以很多的零附件上面取得国外的技术，自己制造。国建国造，国接国造，也是我们要发展的方向。第3个就是跟理念相近国来合作嚇阻。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要作战，而是要确保台海的和平，要确保我们能够有实力来维护区域的和平。这是所有区域国家共同的理念。我们一起。第3位提问的媒体代表是 TVBS 主持人钱怡君女士，请提问。3位好，我是 TVBS 钱怡君。2016年，蔡总统完成了政党轮替。他说过要当一个更团结的总统，要抛弃对立。可是现在台湾更团结了吗？从媒体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一次的总统大选，我认为负面选举比以往更加的激烈。网络上你可以看到不同立场的人互相霸凌、互相攻击，网军到处横行，台湾陷入了更对立、更加的分裂。我想请问3位，如果您当选了，要怎么样团结台湾？请不要给空泛的答案，请具体说出您的做法。另外，我要请您评价另外2组总统候选人，请你各自说出一项他们的优点。谢谢。请赵少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好，肖女士对美工作做得不错嘛，我想这是她的优点哈。那吴女士呢，对财经我刚刚听她蛮懂的，这可能也是她的优点哈。基本上我们媒体风气搞得这么坏啊，当然是民进党造成的嘛，这还用讲吗？对不对？棍子跟胡萝卜嘛，这个劣迹斑斑可考啊，不听话的中天就把他干掉了，对不对？然后呢，喜欢的媒体呢就给他钱，几亿、几十亿这样给，政府的预算书拿出来就看到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媒体都听话了。现在几乎有80%媒体都是绿媒啊。你今天晚上打开电视看看，几乎都是民进党的帮民进党在宣传啊。那我们在座的《自由时报》，对不起哈，那不是吗？也是绿媒啊。所以他们讲三明治嘛。那大家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的媒体环境会好吗？大家会和谐相处吗？你一个执政党就应该，如果我们执政的话，第一个，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亲我的、对我好的媒体，我就给他钱，绝对不会干这个事情。一定假如政府有预算，一定是公平、公开、公正的来这个分配，或是来这个投标嘛、决标嘛。那另外呢，我们也绝对不会利用媒体，把它当成御用媒体来这个打击我们的对手。尤其是网络，政府养了一堆的这个网红啊、网民啊，用网络在那边这个漫天的来污蔑对方，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常常讲说，媒体是民主的第4权，那你要尊重啊。民进党没有执政的时候说要争取100%的言论自由，一旦执政以后，打压异己，钳制媒体，对不对？将来还想进这个抖音啊，还想进小红书啊，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我们执政以后绝对不会这样做，大家放心。请萧美琴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好，谢谢这个提问啊。事实上，我刚投入这场选战的时候，也有媒体朋友问我，那我当时也提到赵少康先生曾经是政治金童，他的口才非常的好那吴欣颖女士对国际事务也很热衷也有为国家奉献的理想，这一点我也非常的敬佩。但是今天我们总统选举的舞台并不是战情室，我们是要讨论国家未来的发展。那社会上有很多的分化跟对立，一部分也是中国认知战想要达到的目标。很多国家也一样面临这些挑战。
新兴社群媒体的平台的凝聚，造成物以类聚我们同样的理念比较难跟其他不同意见的人来做沟通，所以我认为总统、副总统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创造更多不同理念、不同意见可以对话的平台。我自己也愿意，如果当选的话，作为未来的副总统，来邀请赵先生还有吴女士一起来共商国事。当然，在总统的授权之下，我愿意以我们这次总统选举政见有共同一致的地方，我们来一起合作，一起努力，让台湾更好。有理念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起沟通，一起来讨论，提供给总统以及未来的行政院施政的方向以及参考。我一直是秉持着希望台湾能够更团结，能够更和谐，所以我也不想要在这一场选战当中以骂人或者是散布仇恨情绪来打这一场选战。我希望支持我们的朋友是因为爱护台湾、守护台湾、让台湾更好的精神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始终提出国家希望工程，提出我们的理念，争取更多人的团结与支持。请吴欣盈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谢谢。我相信台湾其实有很多可以跨党派的合作，我就举几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个资法，全世界50几个民主国家都采用这个个资法。我相信这个部分的话，如果当我们民众党执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个资法导入全国的全世界的接轨呢，这应该大家不会有争议的还有就是全世界的最低税收，我刚刚演讲的时候有提到，现在目前我们的税收是 12%，12%。如果拉到15%的话呢，其实为什么这马上就可以做呢？因为这3%如果我们不扣的话，这个钱出到国外还是会被扣税的。那倒不如把这个3% 留回在台湾，投入台湾的其他需要的一些做一些投资。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协助产业做这个绿能的转型 Net Zero。我相信全世界大家都公认说，这个环境永续这是很重要的一环。不过这些企业要怎么样能源转型？因为你看，光是明年欧盟 CBAM 这个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它执行之后呢，会有19000间的企业波及到500亿台币的这个出口金额。那这些企业都是以跟台电买能源，它都是化学燃料，这样的话是非常不绿的，它出口会被打到这个绿关税再来呢，还有就是像这个刚刚讲就是说，不只是 CBAM， 明年后来还有那个美国的 CCA， 还有 RE100， 这些全部都是造成产业的冲击。我相信没有一个执政党会想要说这些企业倒闭，然后影响到人民的收入等等的。那还有就是主席的部分呢，我觉得主席的优点就是他不贪，他很勤劳，然后呢，他是用数字在治国的。所以我相信就是说，有许多的这些不管是国防的议题、劳健保的议题等等的，他是像一个医师一样，会去勇敢面对问题，再来找解方。谢谢。媒体提问阶段的最后一位代表是联合报执行副总编辑王茂珍先生，请提问。3位候选人好，我代表联合报提问。中华民国宪法是这一次总统大选讨论到两岸政策的核心议题。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说，中华民国宪法是两岸关系的护国神山。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说，中华民国宪法护国是神话、乡愿与灾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说，他会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去年底，美国葛莱仪等3位的知名的美中关系的学者投书外交事务期刊，建议台湾依中华民国宪法处理两岸事务，同时间也建议赖清德先生若当选中华民国总统，要这个冻结台独党纲。美国学者的这个投书隐含着中华民国宪法与台独党纲是对立的概念。请问3位候选人，中华民国宪法与台独党纲谁是护国神山，谁是神话，谁是乡愿与灾难？请萧美琴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我想赖清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也已经澄清有关在辩论期间是有一些口误，他有提到
他的使命就是要守护台湾，守护中华民国。那有关中华民国的宪法，我们都是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参选总统、副总统。如果当选，也将以中华民国宪法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的国旗也会继续在总统府前面升起。蔡英文总统多次提到，我们处理两岸关系，就是以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现行的法规来处理。未来的赖清德总统也是一样。那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风险，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要把中华民国宪法9·2共识化。我们都知道9·2共识当中并没有中华民国宪法的存在，尤其习近平对岸已经明确提到9·2共识就是一中，没有各表。9·2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底下的一国两制。那我们面对中国这样的立场，你到底认同吗？有认同才叫共识，不认同不能叫做共识，这是懂中文的人都知道的。那既然没有共识，怎么能够把9·2共识拿来当作我们的护国神山？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务实的来面对未来处理两岸的关系。除了我刚提到依照我们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之外，我们主张现在的国际战略架构下维持现状是台湾民意有80%以上支持的共识，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我们会持续的维护台海的现状，守护我们的民主、自由与和平。请吴欣盈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从1996年至现在，中国的因素一直是在台湾总统候选的重要因素哦。那国民两党一个是靠中，一个是反中，都失去了台湾自主性，这是个国民两党的问题。所以民众党主张，可以合作的就合作，需要的竞争的时候竞争，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那其实柯主席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要维持现状，两岸和平，台湾要自主。那主要的呢，这就是以台湾为核心的中华民国。现在的海峡两岸呢是和平没有战争的，就是建立在中华民国的这个概念上面。那同时呢，我们要主张跟两岸多多交流。像柯主席他之前也办过了世大运，也办过了8次的双城论坛，台北跟上海。那只要有多点交流，就会有多点尊重。那让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主席常常说5个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谅解、互相合作以及互相尊重。最后，我觉得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根本就是台湾必须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力。我大学的时候是学国际关系的，在我们的务实realpolitik 的这个想法里头呢，有3个 C， 就是 conflict、cooperation 跟 competition。民进党采取冲突就是 conflict， 国民党可能跟中国走太近是采取 cooperation， 而民众党就是走出第3个路线，就是 compete。我们必须提升台湾的竞争力，要从经济开始重新出发。谢谢你们。请赵少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好，我跟肖女士说，今天我们去吃晚餐吧。我想喝稀饭，她说要吃牛排，我说好吧，那你吃你的牛排，我喝我的稀饭，这就是共识啊。共识哪是要通常一样呢？都共识可以不一样啊。哦。今天上午蔡英文胡说八道乱讲一通哦，有国家的元首，我真是替他感到不堪了。他说3位一体是他抨击3位一体。什么叫3位一体呢？9·2共识、一中各表跟一国两制。奇怪了，我们什么时候支持过一国两制了？谁支持过一两制了？哪一位支持一国两制的？是侯友宜接受过，还是我赵少康接受过？我们从头到尾反对一国两制，我们也反对这个共产党在香港的这个胡作非为，把黎智英到现在还关起来。但是你蔡英文是中华民国总统，你怎么老是拿习近平的话当你的圣经，当你的这个金句呢？你要反对他讲啊！
而且你民进党老是逼人家问习近平说，92共识一中是不是中华民国啊？你是他，你会讲是中华民国吗？你逼他嘛，他当然讲是他的讲的话，他来问我们也讲是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啊，这道理就这么简单，你们非要逼到那个墙角上，然后就说哦，习近平说92共识那个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没有共识。共识就是说他讲他的，你说你的，从此就有一个所谓通关密码。然后呢，蔡英文说三位一体是灾难。我告诉各位，什么叫灾难？赖清德台独战争，这才叫三位一体。哦，所以呢，风险他说92跟92共识连结的宪法是风险，不是风险。跟92共识连结的宪法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一个中华民国的92共识，请你注意。我赵少康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你叫我黎少康，我还是赵少康，我还是中华民国。谢谢。第二阶段的媒体提问告一个段落，我们要休息10分钟，也请在场的贵宾为候选人上半场表现以热情的掌声来鼓励。会换谁来做？哪里被政治版图会安怎收尾？总统大选三卡都113位立委，你手头的选票被转互谁？新总统、新民意、新政治，分析选举结果，开破局势。1月13下晡5点至10点，请锁定公视台语台，大选开票特别报道。哇，这大型猫足水的呢！我跟你讲哦，内面有真侪宝藏哦。想要摕我现楼村长的宝藏，无这简单。白大黑，红小姐，好，抬起来。红大卖走。加无啊！地中屋。新的主播台该出名哦。金龙大炮，和你知影阮的厉害。你若是有才调，就用台语来拼输赢。我家无咧新的故事，新的挑战，新的回旋标题。新的卡。1902年，就发现关安岭有这个温泉，发现讲啊热泡泡的，迄风是怎好去？结果后来就是愈来愈多人知影。这就是台北厅伊规划建设的迄款公共浴场。1905年的时阵，因为以前的台湾人是无爱卫生的，无爱洗身躯的。下礼拜二暗时10点，请收看公视台语台，这是台湾快。来到家己的铺子，就要食上营养的古早味。听别人讲，听到嘣一声就会当食到安尼。不过这嘣一声到底是啥物呢？有咧蹦啊，有咧蹦啊，咱赶紧去看卖咧。要蹦啊！该蹦啊，要蹦啊！我是仙女。哇！足香的呢，有皮条啊！头家你好。拜拜。哦。香啊！头家这是啥物啊？比亚虎。所以比亚虎甲米茶敢有啥物无共款？比亚虎是臭米。啊，米茶是。米粉。不过我看内面啊，有足侪项看起来无共款的物件，总共有几项啊？这22项。这内底有22项，啊是为虾米当初想要用这22项落去做？较早有一个，刚刚讲话做一个避风啦。避风。应用的，是想用煮的啦。把你22项，当时咧煮就爱分开煮。是，足
久的。嘿，啊尾啊，因就讲叫阮就咱放落做虎看卖啊，烧茶落拉就好啊。即摆是要做啥物口味的？22啊。啊，22味是爱一个一个落去放哦。豆仔类含豆仔类的。哦，内面做个豆仔的。啊，放落就会当食吗？要放就熟的啊。好，要放啊！神鹿来啊！哎，真正是足香，敢袂当食？袂当食香，我等你这久的，等足久的哦。哎，食起来真正是有足天然的感觉。不过我想要知影讲，为什么爱用安尼蹦足大声的呢？我磨应该就好吧？啊，磨的青啊。哦，就无熟啊。无熟啊。安尼用煮就好啊。啊，用煮就废去，我放起来就熟的啊。换咱加做粉了，若烧茶咱就使落去啉啊。这真正是足香的，我即摆敢袂当试食的。一般是无了用食啦。哎呦。啊，那你就来啊。哎呀，看我遐高水袂使吗？我去食看卖啊。唔该，该去挖货。高虎是靠做米糊啊，安尼嘛在食，安尼是人在做米汤。哇，2楼。安尼。哇，那遐忝啊！我到这边就最忝的呢。哎呦，啊，伊落了，伊就会加做糊，嘿，来加做糊。头家，你即摆咧创啥？茶米啊。啊，你一包是偌重？斤多重？你这间店做偌久啊？阮阿公的手到即阵差不多10多工啊。我拄则伫遐爆米香遐，徛伫边仔烧气，真正是足热的呢。个人。对啊，啊你敢袂使？冷酱。你是不？你敢冷酱啊？冷酱。多少点啊？多少点啊？哎，嘿。几过来？啊，小谢你，哎，我今日做好啉啊。小。刚刚啊。哎，这好啉咩？哦，足棒诶！不过我看恁家有写米零混，米零混甲米亚糊敢有啥物差别？米零混是甲现做工艺叫做米奶粉，米零混、米亚糊、米糊，这拢有人咧讲。恁这栋敢有啥物行啊来的话？哦，我有听过有个人讲吼，金火冷灶，米心食会透。啊，阮的是电刀片，阮是金火冷灶，米心大了透。像阮已经传第3代啊嘛，啊，其实这附近啊，足侪食阮米亚糊大汉的啊，甚至大汉啊，即摆生囝啊，搁带囡仔转来怀念一下滋味。我今年20岁，我为今仔日开始啉，啊，我以后生囝，搁带我的囝来啉这杯。甚至你会使甲恁囝讲妈妈，较早啊是食地瓜米啊。嘿啊，我嘛食地瓜咧。今仔日来遮，我才发现，这真正是一个足辛苦的行业的。因为我来遮，因就是一直咧无用哦。爆米香的人就是一直咧爆，炒米的炒米，啊，甚至伊的原料嘛是家己安尼夹去顶悬倒落，啊，伊的爆米香一下嘛是真正足大声。你若是伊无法要爆哦，你真正是会互伊带一条呢。不过，这人拢已经惯势啊，经过的时阵，可以当趁一个偏芳，所以我希望讲，米仔糊的手艺会当继续传落去，互愈来愈侪人拢会当食到好食又个营养的米仔糊。有啊，有不来呀，27岁，无结婚甲离婚的记录。歹势，早唔该甲你较了。是嘞，请问，敢会当互我伫遮摕走你的性命？大夫，困美人。路易多先生哪会遮尔慢？希望唔是拄着什么意外才好。我讲啊，你是谁派来的？卖差，给听我。袂使，若是你后日想，早晚互人发现我私底下是杀手，会表现甲更较像一个正常人。伊是杀手，干掉杀手。阿娘，我去，干掉办公会啊，就伫公司待一待。改变我一生上大的，就是吴振华。感受上深的，就是讲有一届陈伟翔，伊就甲我问讲啊，陈老师，你有写什么好词好歌无？我讲有啊，一个歌真赞。离开了后啊，伊就甲我骂，伊讲做人吼，你爱去学真侪咧啦。好，爱别人讲，这个学历，甲即阵啊，我拢袂去学袂记的这件代志，已经
40几年前的代志啊嘛。哦，有哦，有迄个感觉哦。对，早有抓到。哎对。啊，今仔即人收有满，才会用食早顿的。我，好。咱爱加油哦。咱加油。你摕秘密武器给哥哥无？秘密武器有秘密武器哦。等会。有手套你挂安尼，较袂手较袂破皮。啊，你免挂。唔免。你免？因为我的皮较粗。你较粗皮。喂，做做搁啉一杯凉啊！是啊，我无想要搁做啊，对无？咱再卖搁去做啊。搁有。那会再去看功夫啊？搁有工课。恁拜拜敢会甲神明讲啥？会讲啥？祝你拢平安安尼。啊，保佑你平安。对。欢迎收看《修行的迄一天》。我老师讲的，我一个甲我2拍迄落想会歌，我迄落就唱好听。伊讲你有天分，要我甲你教。天着这花啊美哦，窗的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拜暗时9点，伫公司第2台。各位贵宾、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2024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的现场。现在就要进入第3个阶段，也就是候选人直接相互诘问的阶段。每位候选人有3次提问的机会，每次提问时间1分钟。另外2位候选人要做出回应，每人回应时间2分钟。依照我们先前的决定，在这个阶段，我们要首先请萧美群女士提问，时间1分钟，请开始。能源是民生以及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侯赵2位提出的政见有所不同。侯友宜先生主张核电发电量比例要提高到18%，赵先生主张到25%。台电估算，无论是18%或是25%，台湾都需要新增好几座的核电厂。我想请教赵先生，这些新建的核电厂到底要盖在哪里？据我所知，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首长都反对。那难道是要盖在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里面吗？要盖在哪一些县市？而核废料你又打算怎么处理？不管是低阶或是高阶的燃料棒，你打算要放在哪一些县市？你如果没有办法清楚地告诉大家，你要发展核电，你的新的核电厂要盖在哪里，核废料怎么处理，就是不负责任，不坦然面对，想含混过关。我要请教吴女士，你的看法如何？请吴欣颖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很不好意思，我先要补充一下，刚刚上场节目结束之前，我忙着称赞主席，就没有讲说2位的候选人是最尊敬的这个政治金童以及这个外交女士所以那针对这个还有就是刚刚请吃饭的部分定拜赵叔叔请加我豆腐今仔日请你请吃饭。那讲我看快餐，那我建议说，之后结束完，我们大家一起吃 buffet， 大家就可以挑自己喜欢吃的。好，那针对这个核电的部分我觉得是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其实我本人呢是在卫环委员会这一会期也当了召委，所以这个议题我是持续的关注。那核电是很严肃的科学问题，然后这个能源提供呢，产业发展以生态的环保，不能是用意识形态来处理，因为民进党的这个2025。非核家园是可以弥补一些缺口，拼命发展再生能源。那其实国际上的趋势呢，这也是符合的，就是2050年净零碳排再生能源要提升到60%到90%。那我是虽然很赞成推动再生能源，但是再生能源的稳健发展不能是决于这个2025年非核家园会这个强制停用核电来强迫风电、光电快速发展。
这样子衍生了一大堆弊案，同时破坏环境。那从这个我们柯银配呢是主张核2、核3研议，核4尽速全体盘查，再决定下一步。再来就是说，其实台湾呢还是大部分以这个制造业为主哦，所以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来面对核电，不要把核废家园当作一个意识形态操作。那比率讲说，我们最近在欧盟看到一些国家，他们反核电，可是他们是从边境国来买核能的，台湾没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是个小岛而已。谢谢大家。接着，请赵少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刚刚萧女士说说我们不负责任了，这个真奇怪了。我觉得民进党的能源政策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能源政策哈。今天大家要求我们在2050变成净零，按照民进党的能源政策，如果不使用核电的话，你怎么也不可能达到净零的地步啊！你再怎么骗，再怎么混，再怎么糊弄，你告诉我你怎么能达到2050年净零？这个吴女士最近才去杜拜参加 COP28 的会议，美国、日本、法国这些国家都已经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核电是现在的3倍。萧女士没有看到吗？美国，你们最尊敬的美国，去年台电赔5000亿，中油赔5000亿，今年台电还要赔大概3、4千亿，中油要赔1、2千亿，为什么？就是你们错误的能源政策嘛。天然气多贵啊，便宜的核电不用。那你现在问我说，将来要放在哪里？你知道核一厂里面原来可以做4部机组，现在只做2部吗？你知道核2厂原来可以做4部机组，现在只放2部吗？你知道核3厂可以放4部机组，现在只做2部吗？你知道核4厂里面可以放8部机组，现在只放2部吗？你完全不知道嘛。核3厂，我最近到屏东去，你是民进党执政的地方，附近的居民都跟我们要求说，你要让我们研议啊，让我们研议啊。屏东居民都让我很惊讶，他们希望研议啊，为什么？因为对核电厂附近有很高的补助款，居民觉得很好，核电厂也没有危险，又有那么高的补助款，他们觉得很高兴啊，又让国家的电价能够降低，有什么不好呢？核废料放哪里？美国，你最尊敬的美国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嘛。美国放哪里我们就放哪里嘛。美国现在在地下掩埋嘛，挖深以后把它强固起来，我们就这样做嘛。全世界几乎90%的核电国家都是这样做，我们不能这样做吗？现在请吴欣盈女士提问，时间1分钟，请开始。在国际关系上，我认为台湾必须以财经外交为主，尤其是双向投资才能建立坚定与如磐石的实质关系。2022年来台投资前3位国家分别于丹麦、日本、澳洲。我想请问萧女士以及赵先生就是请问您知道美国的排行投资台湾是多少吗？然后同时想问萧女士说，驻美大使期间美国关系良好，那很多投资到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台湾那护国神山的这个台积电400亿美元就已经被比喻成像美积电了。那想请问，在您任内，除了这个进美猪跟美牛以外，请问美资到台湾到底有多少钱呢？不会只是有军工产业吧？然后赵先生，这是我从当立委的时候就马上辞掉医院的董事一职，您今天才请辞，是在作秀吗？还是有真心要辞呢？谢谢。请赵少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我当然是真心要辞啊，我只是一直在等赖清德而已啊，他一直不辞啊，他到现在还不辞啊，还不捐呢、他要到什么时候才捐？我不懂啊，要等到这个居民的这个居住通通有保障，3年以后也不可能完成啊。所以赖清德才是在缓兵之计啊，转移焦点了哈。美国对台湾投资多少？之前因为我没想到我会来选举了哈，所以美国华尔街很多的基金经理人来找我谈，他们也想找一些懂政治的人谈一谈。他们只问我一个问题，说会不会打仗啊？会不会打仗啊？打仗的话，他们宁愿到日本啊。巴菲特不就是这样子吗？他宁愿到日本，他说台积电很好啊，但是你们有地缘风险啊。所以他跑到日本去哈，实际上因为台湾的这个战争的疑虑，所以很多的外资不来了。不但外资不来，台湾很多有钱人的资本也跑出去了。你不要说别的，最近不是看到报纸登
说蒋万安市长想要邀那个泰勒斯到台湾来表演嘛？我去年就邀了，中广就邀请他了，他本来要来了，趁这空档时间，后来他决定不来了。为什么不来？知道吗？那时候我已经跟大巨蛋在接洽了。他说台湾有地缘政治的风险，怕台湾打仗，连国际级一流的艺人都怕，都不敢来。你想想看，艺人都不敢来，这些资本家那么多的钱敢来吗？所以你这个问题很好哈。台湾如果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哈，就不会有人敢来投资，不会有人敢来投资，台湾就不可能有什么比较现代的、比较进步的一些企业，像 AI 啊等等。反而很多我们的台积电还要往外跑，台湾 Plus One 都到国外去的，台湾有什么厂，国外要一个厂，掏空我们台湾。所以民进党这种让海峡两岸紧张，然后呢，美国天天放话，这个将军那个将军说会打仗，吓走了多少要来台湾投资的资本？不来投资，大家薪水怎么会高呢？年轻人的薪水怎么会高呢？道理就这么简单啊。接着，请萧美琴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第一个，刚刚又听到一些错误的讯息外资没有不敢来台湾。事实上，在蔡英文总统任内，外资投资台湾也创造了新高，有超过2兆台币的外资进入到台湾。台商回台投资的3方案也成功吸引到许多的台商回到台湾来。我们持续的促进我们整个产业的转型，也很谢谢许多的美商公司，包含 Google、Amazon、Micron、美光等等，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微软也在台湾成立了研发中心。大家看好台湾，支持台湾。完全不像你们所说的被台湾、被民进党吓跑。事实上是民进党好的政策，改善我们的基础建设，同时创造一个资安被信赖的环境，我们产品被认可的环境，让大家都愿意来台湾投资。那过去有一些外商会把台湾当成进军中国大陆的跳板，但是我们反而是看到近年来许多外资是撤离中国来到台湾，因为他们发现台湾是更值得被信赖的地方。那刚刚提到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台积电是台湾的骄傲，不应该被做来政治竞争跟消费，是我们共同的护国神山。那他们依照自身产业的布局以及客户的需求，要往全世界去扩张布局，同时加码投资台湾，政府就应该要做他们的后盾。那我们也协助解决问题，更希望所有的台商在全球布局的过程当中都有大家的祝福。现在请赵少康先生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好，那么萧女士刚刚提到的说台湾的基础建设很好，那缺电、缺水、缺地、缺工、缺人，这算什么？怎么会很好呢？马英九执政的时候，8年没有停过1次电，蔡英文这8年大停电4次，而且今后可能会不断的停电，电费也不断的上涨，怎么会好呢？我现在请教萧女士也顺便请教吴女士你们都曾经是美国人那也曾经宣誓效忠美国。那如果台湾我们中华民国利益跟美国冲突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要选择什么？你要效忠谁？我们知道美国人都很喜欢萧女士那台积电到美国投资，张忠谋说成本起码上涨50%以上，而且可能不止。你们这样逼的刘德音董事长都辞职了。当然对外也许会说家庭身体就是因为在美国建厂不顺嘛。就因为台积电的成本要增加那么多嘛，那美国人那么喜欢你那萧女士，你有好好利用这种关系？请萧美琴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第一个刚刚提到缺水、缺电这个议题，但事实上台湾现在不缺电，台湾的备转容量率最低的时候是马英九交给蔡英文的2016年5月的那个时候。在这几年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以及全面投资再生能源，比例也逐步的提高。现在其实有没有缺电，资讯都很公开透明。如果有手机 Google 网站可以查一下台电
的网站都会将每天的备转容量率公诸于世，我们可以透明的来检视。那为什么会停电？停电跟缺电是两回事。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强化我们电网的韧性，也就是为什么政府也编列预算要来支持我们台电全面的，不管是智慧电网以及小型电网更具韧性的电网，是我们长期基础建设当中非常重要。除此之外，资讯的安全、资安，包括美国在内，曾经有能源管线被骇客入侵，我们也要重视我们数位环境的安全，确保整体基础建设的韧性。那有关水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面临气候变迁，百年大疫，当然也会有旱灾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的前瞻部署、超前布局，包含翡翠水库可以供应的计划，也是在我们任内赖清德当行政院长任内所核定的计划。我们全面在建设水环境以及水资源的运用，让我们不至于缺水。那有关台积电赴美碰到的难题跟障碍，我们一起在面对。他们基于客户的需求做全球的布局，不是让我们在这边扯后腿，我们应该要给他最好的支持，也协助。接着，请吴欣颖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柯银配的主张就是核2、核3研议，核4尽速讨论下一步要怎么样处理。其实对我而言，讲到能源政策，其实就是讲到产业是否在国际上能有竞争力。大家也知道，我们台湾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如果我们的能源昂贵，甚至于不绿的话，其实台湾的产业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其实在这个经济安全的思考之下呢，我们一定要确保经济安全的保障。那这里头呢也有这个坚韧产业哦，那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就是要稳定水的供应。那水的供应这边呢，我们要提供这个水联通网，加强水电资源的能力。水库要清淤，还有老旧的水管要淘汰，那这样子才能储水能力减少漏水。其实我在立法院办了一个绿色金融蓝图公听会，在今年9月的时候，就是把投信投顾修法，让更多的这些基本建设、绿色建设、绿色金融能让台湾脱胎换骨，让我们都市的面貌重新更新。那还有就是说，刚刚讲的资讯安全也是一个部分，从网络骇客的部分，美国的水管，假设说今天我们的高铁被骇客的话怎么办？所以我们的国家资讯安全，还有我们的企业的这个资讯安全，必须要做得很完善。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台湾也要必须快速进入这个要转移从碳权变成碳排放交易所，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企业是否能到买一些 carbon credit 来互相抵触，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出口商品才会有国际竞争力。谢谢。接下来进行第2轮的交互诘问，回答的顺序会跟第1轮来对调。首先就请吴欣颖女士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10月我到美国参加101系列的闭门会议，当时我提到少子化、高龄化是台湾的国安危机。大家都非常觉得不可思议。想请问2位候选人，台湾少子化已经连3年，生不如死，如何解决少子化问题？千万劳工高龄化退休后的2大支柱是劳保、劳退。劳保预算2028年破产。我在立法院积极推动主权基金，政府赚钱可以让民众领得到退休金，也推动劳工退休基金条例修法，让政府帮忙存退休金。请问2位如何具体解决劳保破产，以及保障千万劳工乐龄退休的权益呢？请肖美琴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少子化以及人口老化是许多先进工业国家所共同面临的课题。我们邻近的日本还有其他的先进国家都一样在面对，当然我们也要非常严肃的看待。
所以我们提出了许多对长辈的照顾长照政策。在多年来，蔡英文总统从他刚担任的时候，长照预算不到50亿，提高到现在会超过800亿，更全面的来照顾我们的长辈，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健康的过着他们退休的生活。除此之外，我们也鼓励生育，各种育儿的津贴，以及对年轻家庭的减税的负担、补贴等等，都是希望能够鼓励愿意的年轻人、组成家庭的年轻人，能够有更多来为国增产的机会。当然，我们在面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的过程当中，也会面临我们整个劳工在投入社会生产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变迁。所以我们导入一些新的科技、新的技术，来提升我们整个生产，尤其是我们在传统产业也好，或者是科技产业以及服务业全面效能的提升。用现代的科技来弥补人力的不足。那人口的政策是我们需要持续慎重面对的。我也注意到，我们社会上有许多需要进行人工生殖，或者是试管协助来孕育下一代的，我们也持续的提供给他们更多的协助、更多资源的补助。让单身的女性未来也可以考虑纳入，甚至是未来。接着，请赵少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少子化问题当然非常严重，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年生43万的小 baby 啊，去年只有13、14万哈，这很麻烦，现在已经生不如死了哈。不过去看看马祖哈，是出生率很高的，那竹北出生率也很高，我昨天前天才从那边回来，出生率非常高，反而学校不够了。因为大家都要念书哈，大家也可以去研究为什么他们的出生率会高啊。另外呢，就是侯友已经提出来了，0到6岁国家养，国家通通养，然后呢7到12岁呢国家顾，甚至呢可以顾到晚上7点，让父母没有后顾之忧哈。然后呢，这个自己在家照顾的每个月给1万的补助哈。那另外呢，就是生第3胎的给100万，那第2胎的呢，我觉得留职留薪对妇女也很重要。让他知道说，他生了孩子，然后呢，在家里照顾孩子，他的工作不会失掉的。留职还要留他的薪水也要留下来。那当然你说民营机关开始不愿意，先从公营机关做嘛。大家知道我在环保署当署长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我在环保署呢就设育婴室、设托儿室，让我的同仁能够把他的小孩带来，一面上班一面照顾孩子。哺乳室就更不用讲了。那像这种就是大家在。同仁愿意生孩子，这是大家的喜事啊，是国家的喜事啊。至于这个劳保基金，当然是很大的问题，1000万人。民进党当时说军公教改完以后改劳保，动也不敢动，现在只能每年去贴钱了。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你这些基金这么庞大，怎么运用？你搞一些公务员在那边操盘运用，他怎么能够有绩效呢？你当然要交给有办法的、绩效好的这个基金管理人。只要多2%的收益率就不得了了，这么大的钱，这么大笔的钱所以我认为先从基金管理的收益率开始，如果能够提高就解决了，提高不了，那再从其他的方法来想办法。现在请赵少康先生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好，我想请教萧美琴女士了你在2003年10月20号接受 The Weekly Standard 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但我还很好奇你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哥伦比亚的硕士了，可是他还是叫你 Oberlin College Graduate， 为什么不叫你硕士叫你大学毕业生这个再说那你当时接受访问的时候，你说 We no longer identify ourselves as a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说在2003年就说我们已经不认我们是中华民国了，那是什么国？你的脑筋里你是什么国？你今天选副总统，那你到底是什么国？那你的总统也不认同中华民国，你副总统也不认同中华民国，那你们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而且你们这样的主张，美国支持吗？美国不怕吗？美国真的觉得说你们这样子很好吗？可以跟他唱黑白脸吗？
还是美国根本不支持你们这样讲呢？是不是？请肖女士答复，也请吴女士说明。请吴欣颖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刚刚这个赵先生全部的问题都是直接质问肖女士而已，然后突然间冒出一句要我回答，所以呢，我只是要跟大家观众们说，请不要把我当成中间的空气。民众党有30%的人支持我们，这几近你看最近这几天来吼，主席到外口拍照，对不对？那么对起，咱看到啊，虽在你看唔免发便当哦。3万人、5万人都自己自愿出来哦，所以这个呢，就要跟大家说，绝对不要搞弃保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弃保的话，就是上升自己的投票权。在民主，我们必须投下神圣的一票，尤其像我们的女性一样，100年前女性是没办法投票的，对不对？所以说，在台湾，你看我们是多么幸运。中国那边的人他没办法做这些决定，所以大家一定要出来，然后投自己心中的最好的人选，就是柯银配台湾在温雅。好，谢谢。那至于说刚刚讲这个部分呢，讲到中华民国哦，还是中国的这个自己的认知呢？其实我也想说，之前我也被人家误解说是中国人、台湾人等等的，其实我们都是中华文化的人。那其实我在选的也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那当然我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那我的祖先都是从福建过来的，那我就是一个台湾囡仔，那我也很爱这片土地，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那所以说，其实像我跟我许多的家人一样，就是我们世世代代都关怀台湾，由商转正。那其实主席那时候邀请我做他的副手的时候，我也想太好了，这个位置我等了20年了，我可以从公益从小爱做到大爱，关怀台湾更多的民众，来关怀这块土地，以中华民国副总统候选人来关怀台湾。谢谢。接着，请肖美琴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好，谢谢。刚刚的提问里面有好几个问题哦。第一个，为什么他不以哥伦比亚大学以 Oberlin 来形容我？当然，我也不知道该以政治金童还是中广董事长来形容赵先生哦。各有各的一些看法。但是重点就是，现在国民党可能就是翻箱倒柜哦，找了20几年前很喜欢找20几年前的一些媒体发言或者是书里面的讲法来做攻击哦。显然近年来他们都知道我讲话非常的谨慎那找了20几年前的这一段，那我要还原这一段的前后的文字哦。事实上，我当初在讲的是，我们在国际社会在活动在生存，我们不希望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搞混，所以我们对外说我是台湾人 ，I am Taiwanese。我相信是很多台湾人的骄傲，很多我们的留学生到国外去，他自我介绍会说我是台湾人，台湾刚好下拍听，这是整个文章的原意哦。但是没关系，我再来讨论到这个认同的问题以及中华民国。其实早年台湾曾经历经威权戒严的统治，一党独大、党国不分的年代，确实有很多台湾人对于中华民国这个体制有很多的质疑，甚至是挑战。但是如今我们解严了，台湾中华民国也历经20-30年的民主洗礼的过程。今天中华民国的认同跟台湾的认同已经不是社会问题，我们应该要团结一致。不管你是中华民国派、中华民国台湾派，或者是台湾派，我们都在守护这块土地，我们都在一起努力。那我们民主是台湾最珍贵的资产，即便我们经历了那段黑暗的过去，但是今天我们很骄傲的中华民国台湾是世界民主的前线，我们要一起守护。现在请肖美琴女士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国民党在立法院曾经杯葛跟反对蔡英文政府提出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说什么前瞻计划是钱坑计划，而柯文哲主席也批评我们乱花钱，还进一步指控中央其他的社会照顾、社会安全政策是大撒币。但是台湾面对未来，无论是公共交通运输网的升级，
轨道的建设，或是超前部署克服气候变迁带来的水资源问题，包含台北市重要的前瞻建设、翡翠水库的专管工程等等，很多都是在赖副总统任内所核定的。我想请问两位，你们所批评的前瞻基础建设，或者是社会照顾预算是钱坑大撒币，那你们具体主张有哪一些基础建设跟社会照顾项目不该做？是铁路捷运吗？是水环境建设吗？还是长照或幼儿的照顾呢？请赵少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刚刚肖女士在回答我上个问题的时候，你用头不对马嘴哈。我是问说，你既然已经是硕士了，人家为什么还叫你学士哈？你听不懂我里面的意思吗？那你说叫赵少康董事长跟政治金童可以随便叫，不是这样子的。不管叫我董事长或叫我金童，都会说我是台大的学士 ，Clemson 的机械工程硕士。那电，你说今年电用的比较少，电用的比较少，是因为我们今年经济不好，因为经济不好才用电少啊，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就跟你们说，哎呀，我们台湾交税的年轻人很少，交税年轻人少是因为你难道他们不想交税吗？是因为赚钱赚的少啊？你们这种倒果为因哦，实在是让我这个瞠目结舌、叹为观止哈。前瞻预算的8800亿是被人家诟病，是第一个，这个预算非常大哦，很多预算呢就应该先有计划，以后再做预算。你们是先把钱编出来，叫地方呢赶快把这个计划提出来，很多就为了钱为了要到钱嘛，不得不把这个计划提出来。那个计划呢，基本上并不够周延。你知道以前政府要怎么提像这么重大的财经计划吗？必须要一关一关的，一定的数额，还要送到行政院，甚至送到公共工程督导汇报，送到经建会去讨论的那都是有专家一个一个把关的，哪像现在这样8800一下就拿出来了。然后你们又讲说，那你民进党、你国民党不是反对吗？那为什么国民党县市长也来要呢？那既然钱摆这边，他怎么能不要呢？他多少也要啊，他要有什么错呢？对不对？你画了这么个大饼，他能不要吗？所以呢，另外就是分配不均。对你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你就大量的撒钱，要1块呢给10块，然后对于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呢，就尽量的抠，要这个不给，要那个不给。台中捷运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行政院8个月了都不合，高雄市80天就合了，你们这样公平吗？你们好意思吗？接着，请吴欣颖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我想，主席所指的是讲说，政府要更严谨的财政纪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不会把这个债留给曾孙。那我们也是拒绝这个信贷台湾哦。那我们要加强这个财政的改革，才守住人民的血汗钱。那其实呢，我们主席这边也有建议，就是说应该召开全国税制改革的会议，并调整一些不合理的税制。同时，我们在立法院民众党党团已经讲过说，这个碳费不如因为已经延迟了执行了，干脆就直接走入碳税，同时并了印花税跟货物税，这样子也可以帮企业解决这些分忧哦。那再来就是说呢，我们要检视这个一些货物税跟其他一些的基本原则。那简单说呢，就是要合理的税收分配。再来呢，就是要找一些新的替代的财务来源，来保证财政永续。比如说主权基金，还有让我们还没有上市的官股企业，可不可以考虑民营化？这样子的话，纳税人才不会再用我们的钱在帮政府打水票哦。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就是说刚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呢？其实我在立法院有提过，就是说关于劳退的个人专户的部分啊，我已经提出来，就是说只要180亿 ，OK， 这个是针对这个劳工退休金的修正条例的草案哦，只要180亿就能鼓励自提人数从14%提到50%，这就发挥最小的成本，有最大的效益。因为毕竟呢，这个劳保的部分是一个大水库，劳退的话是个人的账户，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可以跟进 OECD 的国家自提比率拉到51%。谢谢。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第3轮，也是最后一轮的交互诘问，时间的回答的顺序和第1轮是相同，所以我们首先要请赵少康先生提问，时间1分钟，请开始。
好，刚刚肖女士是提说他们的再生能源做得多好，再生能源你到现在有10%吗？10%都没有你明年2050年你怎么可能做？2025年怎么可能做到非核家园呢？不是骗人吗？你非核家园蔡英文的目标是20%的绿能你现在连一半都没做到啊。那另外呢，反而到了因为光电绿能反而变成贪渎的外衣很多人披着绿能、披着再生能源的外衣，进行各种贪渎之实赖净霖当18家董事长，他女儿赖品妤变成云豹小公主，台电赔5000多亿，云豹1000万的资本额可以做100亿的生意所以台电亏倒，云豹吃饱然后呢，包括陈宗彦、陈凯琳、什么郭在清等等，都是跟你们搞在一起都是贪污性招待所以你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肖美琴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再生能源以及绿电的政策是国家发展非常重要的。我们全世界许多大型企业，包含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都已经签署 RE100， 也就是再生能源100倡议，在未来的20几年内，需要达到不只是这些企业本身，还有他们所有的供应链都要用绿电。而国际对再生能源的认知是不包含核电的，所以我们要全力的来推动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当然现在有光电、有风电，那你们一直在抹黑绿能、抹黑再生能源，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涉及到争议，甚至是你们口中的弊案不到1%。许多的产业，包含外资看好台湾，许多外资也在投资台湾的再生能源、台湾的绿电。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进度上确实有一点落后。我们碰到这几年的疫情，全球供应链也发生中断的现象，但是我们会极力的赶进度，只要大家共同的支持，我相信台湾再生能源，我们可以导入新的科技、新的技术。那未来全世界还有一些新的研发，我们在下一个阶段，不管是氢能发电，以及各沼气发电等等、地热发电等等的再生能源，都是我们会持续去探索、跟国际接轨、一起分享资讯、分享做法很重要的要往前走的路径。那另外，简单回复刚刚吴欣盈委员提到的主权基金的问题。任何的投资都会有风险，那涉及到国家经费的运用，需要有完整的配套，包含有赚有赔，而且要有独立的机制去管控。我们看到挪威、新加坡都曾经有亏损的问题，台湾如何？接着，请吴欣盈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刚刚赵先生所问的，其实就是针对能源是否足够，还有一些贪腐的问题，我就做以上的答复其实，台湾是以制造业出口为主的国家，所以呢，我们要比较务实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能源是否足够，同时我们有能源的坚韧性。那所以呢，比如说像核电的部分呢，我们不能用一个意识形态来操作。像之前在欧洲的时候，看到许多的国家，他们虽然签署像卢森堡签署废核能，可是你们可知道吗？卢森堡的制造业只有占他们的经济体的6%而已，同时他们还是有用核电，可是他们是用跟边邻国去买核电的。所以台湾是一个小岛，我们比较没有像其他只有边邻国的这样子的选择。我们必须要慎重思考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然后跟民众再持续的做沟通。那不管怎么样，核电也有废物，太阳能板也有废物。其实唯一真的没有废物的就是核融合，可这个科技还是不够成熟的。可在这个期间，我们没办法让产业等待，因为他们被影响到。譬如说我刚刚提过的 CBAM RE100、CCA， 这就是欧盟跟美国的出口的所竞争的。那还有就是说，2年前我们这个大公投投票，其实民进党是用资源呢，让4大公投都不过，这是不代表人民要废核4，也不代表人民要吃莱猪，也更不代表18岁的投票权不能被重提那还有就是最后呢，要讲到说这个反贪的部分呢，
本党的建议是说，要有特侦组能发挥这个独立办案的制度，而不是设立一个机关，而让执行者有其上下其手。再来就是说，柯市长在任内的时候是有亲政委员督导更重大的开发案，也希望当我们有执政的时候，我们会用清廉的方式、透明的方式来做这个管理。现在请萧美琴女士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好，赵少康先生啊，你去年12月13号曾经说要推动内阁制，是因为当总统比皇帝爽。隔天你又说选副总统可以游山玩水，那你今天又说你如果当选，你什么都不要。那甚至一开始你也把自己形容成是救阿斗的赵子龙，或是把副总统当成总统在选，甚至还提出战斗蓝自己的政见跟侯友宜竞选总部市长所提出的政见又不太一样。我觉得你变来变去，让我不禁担心。一方面听起来有时候会觉得你态度轻浮，另外一方面又在挑战宪政体制跟备位元首的宪政角色，那让人不禁担心你对这个职务的定位跟态度到底是什么，会不会造成宪政危机？也要请问吴欣盈女士怎么看待赵先生的这些说法？请吴欣盈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我想我们应该称呼这位侯先生在场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赵先生的口误呢，其实就是把自己当成总统候选人。像我就不一样了，因为呢，我就是副总统的候选人，我就会完全支持我们的党主席来看他需要什么样的部分，我们来帮他补足。比如说从一些社会福利的部分，或是说一些其他要用企业的方式来做这个民间的这个执行啊，那都是我可以帮忙他协助的地方。所以我是觉得说，作为备员元首以外，平时的时候，只要主席有什么样能帮忙的，当然了，我们也很愿意请这个赵先生啊，还是侯先生来一起协助我们，因为其实我知道上次赵先生也非常的感谢他哦，来邀请我说，明年如果他们有机会执政的话，我反而想 offer 他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当明年民众党执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邀请你做 NCC 的主委，或是副总统。总统办公室的发言人，那总统办公室发言的话，我可能挨门外老板来参成跨买。那最终呢，其实我们从壮世代的推广我们也希望说，当然赵先生能继续在工作职场能发挥他的一些专长。谢谢。接着，请赵少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我觉得萧女士的问题让我啼笑皆非啊！我会引起宪政危机，我有那么伟大吗？你跟赖清德才引起宪政危机了。你们要选总统、副总统，你们都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宪法。赖清德还说中华民国或是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你们这个讲法才是宪政危机。我讲总统跟皇帝一样，指的是蔡英文啊。蔡英文能够745天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皇帝古时候都要有御史大夫来监督他。不是说我们要当皇帝啊，是你就是皇帝，我们在批评你啊！你在美国那么久，美国总统可以这样子不面对 face to the press 吗？可以这样子吗？可以这样子这个自己关起门来也不到国会去报告可以这样子吗？权力有这么大吗？所以的确我在挑战我们的宪政，但是不是宪政危机，因为我跟侯友宜跟这个柯文哲都希望推动内阁制。这当然是一种宪政的很大的一个改革因为我们觉得内阁制在欧洲国家甚至在日本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制度所以才说我们会一起来推内阁制，也希望将来组成联合政府。这个侯友宜昨天也讲过了那我们真的很诚挚邀请这个民众党柯文哲一起来组联合内阁联合政府。那甚至包括院长、副院长、行政院长、副院长都可以请柯文哲大家一起来商量，到底谁比较适合那至于说我选的时候呢，我像这个选总统一样选，那选的时候当然要很努力选了。难道萧女士你没有很努力在帮这个赖清德来助选吗？你就每天在家里睡觉吗？不可能嘛，你当然是很拼命嘛。但是选上以后，按照宪法，我们就是备位嘛，就是备位啊。
备位该做什么事情，我清楚得很啊。选举时候该做什么事情，我也清楚得很啊。那你知道宪法哪一条规定副总统的职权吗？你知道吗？你可能对美国宪法比较熟悉，宪法49条没有任何职权，就是备位，副总统就是备位，我就是备位，侯友宜就是老大。现在请吴欣颖女士提问，时间1分钟，请提问。我进入立法院13个月，面对 AI 时代来临，数位政府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尤其我认为200万名投票日执勤或在台上投票权不能被抛弃，所以我推动修正电子签章法，能确保人民的隐私保护前提之下，可以让电子签章来确认投票者的身份跟资格，以及确保投票真实性跟安全性。数位政府可以使用在数位签章投票结果加密，以确保结果的安全性与机密性。比如说，在比利时，5分钟之内投票大选之后就知道结果了。在日本的话，因为大家要花很多的时间回到家乡，他们把投票的时间开到2个礼拜。那在菲律宾的话，他们就是用他们海外的领事馆在做这个投票的工作。想请问2位，针对这个外馆同仁们投票权如何有所保障？谢谢。请赵少康先生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我们现在说台湾的护国神山是谁？台积电。但是下一个世代呢？下一代的护国神山是什么呢？大家不约而同都说是 AI， 或是电动车。但是电动车可能晚了一点了。AI 台湾是有优势的。台湾因为台积电奠定的基础，中下游的这个软体硬体都非常的坚强，而且我们在美国的矽谷也有那么多台湾人在那边创业，像 NVIDIA 就是将来其实都可以合作的而且美国对台湾现在并没有晶片的限制，它现在对中国大陆有很多晶片的限制，所以我觉得台湾可以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来发展 AI。我们希望将来 AI， 我本来是希望说 AI 能够跟台积电一样，跟半导体一样，能够超越大陆，甚至超越一个世代。可是前几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有点心凉了一点他说，在今年全世界10大 AI 的发展国家，第一是美国，第2是中国大陆。我一看吓一跳，说光腾讯、百度、华为等等这些民间公司，这1年就投资了950亿美金的金额，就95 billion US dollars 在 AI 上面。那我们呢？经济部有一个10年计划，10年是3000亿新台币，10年才100亿美金，1年才300亿台币，才10亿美金，怎么去跟人家拼呢？你回想起来，当时李国鼎、孙运璇邀请这个企业家，邀请国内外企业家来发展台积电，多么苦心，多么努力的要凑这个资金。那今天民进党做了什么呢？那将来的 AI 你怎么能够跟中国大陆竞争，要领先它一个世代呢？所以我同意，在下个世代 AI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硬体、软体，这也是台湾的优势。但是民进党政府显然太保守、太落伍了，这样的话是赶不上的。谢谢。接着，请肖美琴女士回答，时间2分钟，请回答。我很欣慰听到刚刚2位也都非常重视 AI， 我相信这是未来我们当选之后可以找2位一起来共同推动的。当然 AI 的很重要的政策推动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面向，包含资安，而资安不只是安全的守护，它也可以是一个产业，所以也是我们在推动未来蔡总统所提出的6大核心产业之一。当然，资通安全以外，我们知道数位治理也都需要良好的规范，以及各自的保护。那另外还有很多新的技术是在应用层面上 ，AI 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广。不只是我们传统所知道的这些晶片科技硬体的制造，涉及许多软体的应用，面向包含艺术、包含健康等等的各个领域，所以我们还是要全力的支持我们整体对 AI 的应用，以及相关软硬体的配套跟建设。那至于政府的一些服务，包含是不是要有远距投票，刚吴欣怡女士所提的这个问题，以及其他所谓 e-government， 政府e化，也是政府一直在推动的。那我们更希望能够确保在个资跟资安的保障之下，
持续全面的来推动。当然，除了 AI 之外，我们正在跟美国谈的贸易协定当中，也有下一批的议题当中有数位贸易 （digital trade）。这个议题涵盖的层面也非常广。那我们能够跟主要的贸易国家来接轨，来建构一致的标准，来建构对未来产业共同的信心。我们可以成为全球不只是台北跟矽谷在同一个ecosystem 共同发展的领域之外，我们可以放眼世界，跟全球合作，用各个双边刚签署的协议来作为基础。候选人交互诘问的阶段到这里正式结束，现在就要开始进行辩论会的最后一个阶段，由候选人来发表结论，每个人时间有5分钟。依照先前的约定，后申论的部分会先做结论，所以我们首先要请赵少康先生来发表结论，请开始。好，那么昨天吧，前天晚上我去上霍龙夜夜秀啊，那都是年轻朋友爱看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关心两岸的议题。那赖清德在前天就是在前天的政见发表说中华民国是灾难，然后后来下来说我口误了，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在我来看是一样啊，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宪法不是一体的两面吗？那我认为赖清德是台湾和平最大的威胁。他不是口误，这是他的信仰，是他的价值，是他一直的主张。如果今天晚上我们睡觉，明天起来台湾飘到夏威夷跟美国本土之间，随便你爱干什么都可以。但是不是啊？这么近啊，大陆就在你旁边呢。好，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跟大陆还有一点点藕断丝连，藕是断了，一点点丝还连着。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一点点丝连，所以还能维持台海的和平。那台湾的人民这次选举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你到底是要一刀切断，还是有一点点丝连？一刀切断当然很过瘾啊，很痛快啊，但是你会面临立即而明显的危险，到时候美国都介入不了。就像萧美琴女士游说 Pelosi 到台湾来了以后，老共演习，老共飞机天天飞越中线，船包围台湾，美国能做什么呢？美国什么也不能做啊。所以你只要给他借口，他抓到借口以后，台湾就很麻烦。丝连是不干脆啊，干嘛要丝连呢？一刀切不就好了吗？但是我告诉各位，这个丝连至少可以让台湾保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赖清德的信仰，让我们2300万人都会付出残酷的代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安全、我们子孙的未来，都跟着他一起陪葬。你真的要看超卖啊狼给刚吗？我们的宪法是看起来不负现实，我也承认，甚至还有点荒谬。我们怎么会包括大陆呢？但是这就是荒谬的护身符嘛。你看起来有一点不负现实，但是这就是我们的保命符，不给老共打我们的借口。为什么后来我们要加上这个宪法的增修条文？就是这部本文在台湾可能很难实施，但是在增修条文就用来在台湾运作，所以他们是有他们的智慧的。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早啊，这个在世界上存活的久啊，所以当你还是用中华民国的时候，就告诉全世界，也告诉老共，我们没有跑掉，我们比你还早，我们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还在啊。这部宪法从大陆到台湾，至少承认我们并没有放弃大陆，我们并没有切断两岸的关系，我们不是外国。你赖清德，你要把这种所谓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吗？你承受得了你跟大陆的敌我矛盾吗？刚刚问了半天，什么国防预算多少多少，什么2.5%、3%、GDP 10%、20%又怎样？它是你的17倍啊，每年都是你的17倍啊，它就在你旁边了。所以蒋介石当时就讲说，当时啊，我们军力还强的时候，都说是7分政治3分军事，更何况是今天呢？所以这次的选举真的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赖清德本来还说不是，其实就是选择赖清德。你认为两岸关系会比现在好，还是比现在糟？
现在已经很糟了，8年老死不相往来啊！选择赖清德就是危险的开始，就是台湾这个给台湾自己带来非常不确定的这个危险。那选举到最后，我要讲，民进党常用奥博，周子瑜事件啊，王立强事件，这次又搬出个5月天来，明明是个假新闻嘛，透过外媒，假新闻透过外媒，然后外销转内销，然后就是国安局的2个高层是谁出来讲啊？那我觉得，如果我现在不出来讲，我们执政以后一定把你查出来，是谁去放这个假消息？因为我后来去查大陆的文旅部才管歌手，广电局是管演员的，所以他消息都错了。我们的国安单位连大陆的怎么分工、怎么组织都搞不清楚。那我当然希望5月天能够出来讲讲话，到底有没有？如果有，我一定带头谴责大陆，带头谴责中共。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到底有没有？我觉得5月天也不应该不讲话，这个时候应该勇敢的站出来，告诉大家事实到底怎么回事。谢谢。接下来，请吴欣颖女士进行结论，时间5分钟，请开始。两党轮流执政24年了，我们总是听到劳保要破产，健保体系要破产，退休金存不到，为什么都不改呢？不敢面对问题，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多次提倡环境永续、医疗永续、财政永续，也做出许多具体的解方，就是要让台湾看到希望。两党都说重视经济，却把金融市场越做越萎缩。连台湾的 IPO 首次公开募股的规模，现在不仅落后了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地，我们现在连印尼跟马来西亚都赶不上了。如何要提升台湾的竞争力，必须要产官学一起合作。怎么样能改善外资来台湾投资的环境？可以参考 AmCham 台湾美国商会以及 ECCT 欧洲在台商务协会的年度白皮书。政治应导入绩效以及当责的制度，落实政府和企业一样的治理，打造一个更公开透明的国营事业以及官股行库，对全民负责。民众党不只是要把国家还给你，还要把人民追求一个有绩效、有责任感的政府文化。由刚才辩论过程当中可发现到，蓝绿两党越来越脱离了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政治不应该变成一场表演。例如几个月前明阳火场的大火，殉职6位消防人员，结果今天公祭，明天忘记，难怪消防人员会打细胞。政府老早都知道这些问题产生之后才开讨论会，之后总是互相踢皮球。过去我在民间的经验，很多事情民间早就做了。举例说，我的曾祖父曾因为工作事故而终身残废，为了生活还要勤奋工作，向6位孩子们灌输了勤劳工作，老天自有回报。我的爷爷也秉承这些价值观，努力工作，最后也成就目前现在台湾拥有20万以上的员工的企业。爷爷注意到劳工的辛苦，警消人员工作的危险。40几年前，政府还没完善的规划之前，他就设立了警消人员因公殉职的慰抚金。咱是要做代志的人，不是做秀的人。民众党执政带来新政治文化，是一个重启我们和平繁荣的新机会。我常跟主席说， Taiwan People's Party 这2个 P 也可以想成 Peace and Prosperity。我们要给台湾的就是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我认为台湾的勤奋人民应该得到更好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嗡嗡嗡给大家省钱以赚钱的科银配。柯主席常提到居住正义，包含住宅减税、租金补贴，就是大大减轻年轻人的负担。我也提出国库收入的方法，例如主权基金、数位 AI、绿色转型、绿色金融、数位医疗，不只是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还能帮忙民众提高薪资，大大增加国民的收入。负担减少了，收入增加了，台湾的年轻人才有希望。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天，
元旦应该为我们自己许下一个心愿。现在我也请你们许下一个心愿。2024年元旦希望就是总统、副总统，请给1号一次机会。1月13号，大家拢出来投票，大家无贪的和大家趁钱的柯银配。政党票，请给民众党12号一个机会。我们要用这个票告诉大家，我们的未来要由自己做主。拜托大家投给柯银配1号。这次的投票下架蓝绿，要把国家赢回来，义无反顾拼一次。谢谢大家。最后，请萧美琴女士做结论，时间5分钟，请开始。好，谢谢。我在结论之前想要先针对刚刚2个错误的资讯来做说明。第一个，我的2位对手都不约而同提到，我们都吃了莱猪，如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当初民进党政府依照国际标准、科学数据来制定莱克多巴胺的最高容许量，是为了要接轨世界。那在过程当中，我们也做了妥善的风险管控，包含源头管理、产地标示，以及后续的稽查等等。所以对莱猪有疑虑的人都没有吃到莱猪。你们2位有吗？那也因为我们展现接轨国际的决心，所以后续不管是在拜登总统任内的第1个贸易协定选择跟台湾启动谈判，我们同时也分别跟英国、加拿大、韩国等其他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深化拓展了关系，因为他们看到台湾接轨国际、愿意解决问题、克服问题的决心。那第2个呢？刚刚赵少康先生不断的在跳针重申说赖清德是造成台湾风险的来源。我要跟大家说，国际公认的风险来源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台湾，不是民进党，也不是赖清德。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不能像鸵鸟一样一直在怪被害人。我们是被打压、被孤立的。那你们今天去指责美国的前任议长裴洛西，裴洛西讲得很清楚，他访问台湾是为了展现他是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他不是在挑战现状，他更不是要去改变美国的一中政策。那这样子你们也不能接受，你们视为是挑衅。但是我觉得你们却一直是跟着国台办的基调，国台办呛谁，你们就跟着呛谁；国台办骂谁，你们就跟着骂谁。这不应该是团结台湾、接轨世界，让台湾在世界上架该有的决心跟态度。所以经过这2个礼拜，4场电视的政见会，还有2场的辩论会，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3组候选人只有赖清德跟萧美琴是国政方向最明确，改革做法最稳健，也最能因应世界局势的变化，包含我一开始提到的3大变局，也最有能力接办蔡英文稳健向前的路线。台湾的总统选举不是战情室，也不是在选名嘴，不是在选谁更会吵架，而是要选有经验、有历练、能够做事、能够让台湾更好的人。在快速变动的世界局势之下，领导者要带着国家向前，不能只是逞口舌之快，用美丽的口号来治国，也不能轻易的在压力下屈服。只有冷静不躁进，理性不挑衅，国家才能够一直往前走。那我要谢谢台湾人民对我的栽培，以及多年来给我的机会，让我从一个幕僚，历经多次民意代表的选举，还有外交官的洗礼，从台北到花莲，从花莲到华府，现在要跟赖清德一起拼到总统府。这一路走来，我看到这块土地上有辛苦耕耘的人，有各自不同的需求，我也亲自参与，希望能够在全球局势的变动当中，找到更好的立足空间。请大家放心，把国家交给赖清德和萧美琴，因为我们是唯一理解如何接轨世界，
如何维持现状，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以及繁荣。也只有赖清德和萧美琴提出了完整的国家希望工程，包含我们要走对的路，对的路就是民主和平的路，对的路就是创新繁荣的路，对的路就是公益永续的路。我们是唯一一组准备好有完整历练的人，选对的人就是要选我们是即战力，马上可以卷起袖子来做事的组合。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但是因为我们共同的努力，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好，让我们继续一起让台湾在世界发光发热，在世界上架台湾。谢谢。2024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现在圆满结束，谢谢3位候选人以及现场的贵宾，还有所有的观众的参与。透过总统以及副总统2场候选人的辩论会，相信选民对于各组候选人的政见主张及人格特质都会有进一步的了解。台湾的民主之路，全球都在看。不要轻忽您手上的这一票，因为它决定了你我的未来。1月13號，大家要記得投票。祝大家新年精彩，台湾更上层楼。再会。欢迎登来到咱特别报道的现场。那么，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不管你是对头听到尾，还是后来才加入，那么刷来一直到6点为止，咱会甲现场4位来宾来共同来讨论今仔日这3位副总统的候选人表现如何，现在内面所讲的议题到底真相如何？那么，首先呢，要来请4位吼。先来跟咱做一个较概论性的，这3位副总统的候选人今仔日的表现如何？咱再来进入到这个细节来讨论啦。首先要来请这个理事长。是这个今年的这个选举我感觉是应该是咱这几届这个总统、副总统选举以来这个副手的角色互大家更较重视、甲注意啦因为这内底萧美琴甲赵少康因两个人选伫因这个组合内底拢有一个叫做强化甲这个互补的一个效果萧美琴对这个赖清德来讲又加强伊交美国这边的关系赵少康当然伫这个蓝营内底等于讲为这个本来这个。好，后有伊较欠迄地，甲补起来包括今日的表现的口才，就看会出来第一就是说，今日这个辩论会那我想咱大家有感觉有一个真明显的所在，就是讲应该讲3个候选人因各有因的优点甲因的发挥这内底当然因为因所徛的位置无共款所以你看会出来因除了家己特质的发挥了后以外交伊角色完有关系。你看萧美琴，你也感觉讲，伊整个来讲相对来说较稳重，敢若是真诶，较侪是为针对执政党8年来的政策来做一个说明赵少康呢伊确实。因为在野党嘛所以伊这个用这个公式看会出来较凌厉啦当然啦，这内底你要讲什么人较好较歹，这可能要用逐个迄个单一的个体议题来看但是我整个的感觉我感觉来看咱这个民众也好对这个选举的这个期望是什么款你讲你候选人的选举真的，可比讲你也希望是一个讲我做即战力。我就想来对政策各方面都真了解，马上就位了，可能应该是萧美琴，你也看得出来伊对所有的政策甲这个不管对内对外，你说明的是真清楚
赵少康伊个公式真伶俐啦吼，但是我确实认为讲吼，伊确实吼，迄个战情室，就是伊本来主持节目的迄部分吼，确实有影无脱离吼。因为我有发觉就是一寡议题伊伫提出吼，拢是用迄个听讲的这款的讯息啊。因为我认为讲伊做甲即个候选人的zan处吼，真济的即个讯息应该吼，毋是去用伊原来所听讲的，应该是要做有足够的即个去研究甲了解。提出问题，应该是安尼啊。当然啦，做一个在野党来讲，伊可能就是讲即款攻击吼，算伫即个辩论会较有效，即嘛有可能啊。即个吴欣盈即个候选人吼，你看会出来，伊真认真想要为伊所知影的代志来发挥哦。但是可能是经验的关系，也是讲伊开始台语也是讲即个中文阅读表达开始无法好。尤其是我注意到伊即个，你知影即个辩论会时间是大家锱铢必较的分分秒秒你争取的，结果伊真济所在拢无用完，并且伊咧回答的时阵答非所问的比例真悬所以看会出来伊确实是咱即个三个中间较清楚啦，较清楚一个候选人，较无表现到。但是我嘅观众比如讲，其实吴欣盈以后来讲，恁两边唔通甲我当作攻击这个发言袂歹，我是感觉讲，这发挥也袂歹对。来，柯老师，基本上我向跟咱三位基本上拢咱看戏，咱讲搬戏的人，有甲迄个角色应该做出来，看有做出来无？跟咱基本上三个人拢有啦，这点是三个人拢有做到啦因的长处嘛，拢本来大家拢看得出来。头拄咧讲，就像讲伊的口才，迄免讲这三个内底，伊的口才上好。这咱毋是讲咧甲褒伊一下。后会细下。伊本来就是口才真好嘛，但是你咧看伊咧讲迄讲。敢若讲咱下暗咧看电视转到迄台的，敢若咧看赵少康伊个战情室的伊普通的战情室咧讲的嘛，差不多这内容嘛。所以讲伊做伊今仔个无讲真好的，就是讲伊无甲分出来，角色无分好啦。但是呢，就敢若李树墩堂都讲的，因为伊是在野党嘛，在野党本来就是讲的嘛。小米肯就是秀嘛，伊做一个攻击手，咱来讲伊做一个攻击手，基本上伊有做到。另外一边来看小米肯，因就是头拄摆对李树墩头拄嘛讲到，伊做一个即摆副总统的候选人，较早做蔡英文政府的一份子尤其伊的长处是伫咧外交，尤其是对美国的外交基本上伊拢做了真好。但是咧做说明的过程当中你看得出来，伊对内政的问题较无熟，伊对外交真熟，尤其是对美国遐，你比如讲，头拄吴欣盈有甲问到讲台积电的代志，人已经差不多，台积电即马差不多已经变做美积电啦，伊有讲到即马台积电伫美国投资2个工厂。就差不多400亿的美金，你看，小米肯咧反应足紧，水较回，但是有一点，我相信伊知影，但是伊无讲，吴欣盈有甲问，讲咱去美国出来，迄个别个莫讲啦，讲台积电尔，就400亿美金嘛，你美国伫台湾投资偌济？你咧做美国的代表，咱台湾驻美国的大使的时阵。美国来台湾投资偌济，伊无讲，伊有讲到一寡讲。整个外资来到台湾，伊讲讲规个外资，伊即摆就问讲你美国咱过去差不多6年7年，咱伫世界投资嘛，唔拿伫美国400亿的美金尔嘛，无可能嘛。所以伊咧讲就是咱去美国投资400亿美金，请问。美国来台湾投资偌济？伊甲你讲 Google 有啦，Amazon 啦，迄个 Microsoft 有伊研究中心放伫台湾，拢总偌济嘛？咱做一个听众就是，我要听讲偌济比偌济嘛？就看咱看棒球比赛嘛，到尾即两边的比赛是规偌济比偌济嘛，共款啦。
哦，这伊都无讲。但是这点我必须要讲，就辩论来讲，这个技巧是真悬的。避重就轻所以讲，我头先我一开始我有讲，所以技巧来讲，美琴的技巧算袂歹。就基本上就是我头先讲的嘛，你做一个现任的对即摆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哦，现较早的台湾驻美国的大使吼，基本上伊的角色扮演了，安尼算是称职啦。是。好那另外就是吴欣盈，头拄有讲到，迄看起来伊基本上伊上经验上无够。较钱啦吼。嘿，咱即摆来讲，常常咱网络咧用咧讲的，就是讲伊较嫩嘛，啊，较无遐那么熟悉政治事务嘛。我想这是属实的啊。但是呢，我知影，我看得出来是，伊基本上吼对。国际贸易、金融，吼，伊是真熟的，这你看会出来，吼。啊，另外，所以呢，伊若准经过一寡训练，吼，伊可能对，我是感觉啦，伊既然你三个人来讲，伊的未来性上好，因为伊上少年，吼，啊，伊有伊的专长，虽然讲伊的中文唔是遐好，台语嘛唔是遐好，哦，啊，但是你看会出来，伊的国际的表现可能会袂歹。是，连一定。基本上吼，对这三个人吼，三个人都是真优秀的人才啦，吼，这是一定爱甲肯定的。啊，我个人是对三大点、三小点来看，因这三个人的讲话吼，做一个副手吼，副手本来就是较歹做啦，吼。你也讲话讲较济，人感觉讲功高震主嘛，啊，你也讲较少，人讲你这个角色足弱的吼，所以我是。第一个吼，三大点，第一点吼，做一个副手。第一个，你的专业是毋是有做一个辅助，就是做一个互补，吼，即个角度啦。第二就是讲，因即组啊，就是讲这三组内底，因的证件有啥物特色？伫咧即个足有限时间有限的时阵，一定爱真清楚讲出来。第三就是讲，你也有啥物争议的点，你爱带即个。场所爱来澄清，吼，这是三大点。啊，做一个辩论会，伊一定受到这个会议的这个时间的这个限制，所以伊有几个，伊一定爱应该爱遵守。第一就是较多进前两个先进也有讲，吼，就是讲这政党本来就是爱较保守，伊爱替伊的政策来做辩护。吼，啊，在野党的攻击性一定爱较悬的，尤其是做无好的所在，伊一定爱无哪爱讲出来，有当时也爱放大，安尼伊较会去吸收到人一寡迄个听众甲一寡投票人的注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语言的限制，就是讲一般来讲，咱因为即个是用即个中文用国语来讲的，所以理论上国语应该就是伊爱真好的来表达，不管伊想啥，应该都爱讲会出来。啊，所以呢，卡数啊，伫咧语言当中，伫咧用国语来表现的时阵啊，伊无法度讲到遮练长的时阵啊，伊对伊你要表达的物件都有一寡限制。第三就是时间的掌握，就是讲因为这辩论的时间足有限的，所以一分一秒，尤其一秒拢得爱争取，所以让伤长的所在无去使用啊，其实就是一种就是一种浪费，对家己来讲嘛是一种浪费。所以我是对这三大点、三小点来看这三个候选人的部分。啊，这三个其实正手会选这副手，基本上已经想过，所以已经找伊上会使辅助伊，会使互补。啊，这两个对较多来讲，这个萧女士加这个吴女士吼，你听清楚，因足侪时间拢是咧讲。即个所有国际的议题啦，啊，萧女士就是对即个台美的即个关系吼，咱的国际空间的方面来讲，啊，你吴女士基本上伊对即个财政、对即个能源吼，即个议题伊是较熟啦吼，啊，即个赵先生伊是对即个两岸、对即个宪法吼，两岸安怎定位吼，啊，咱有啥物问题吼，即摆问题存在啥物问题有较长的来说明的即个部分啦，啊，政见的特色吼。其实这三组内底拢有讲啦，吼，是讲这尤其是这个吴女士吼，伊足侪讲足侪因民众党伊家己的这个迄个政见的这个特色啦，吼，所以伊讲这个政见的时间是较侪。啊，争议的这个澄清的这个部分吼，因为过去已经有政见发表会，
后即个总统的即个辩论会也做过，所以有啥物争议的时阵，其实在即个所在吼，拢有说明，但是我看规场了吼。敢若争议的所在，也是赶快有争议啦，无做足侪澄清。咱小点咧停喺遮哦，小等咧请你转来讲，咱来看即个萧美琴即摆进行即个会后记者会。哦，你即摆结束了？哦，好来，一六拍摄。对，啊我感觉规场内底吼争议拢有提出来讲，但是已经到最后的一部分咧结论的时阵，互相也是甲即个。争议提出来讲，但是互相并无回答到这个争议。无大家真交文吼。对，讲已经到最后的这个阶段，但是也无法度讲望讲一届的这个辩论都有法度来这个澄清这个争议啦。一般来讲，对听众嘛是真重要，就是讲有当时虽然大家有兴趣听足济了，是毋是叫做澄清？这有当时也是听众家己的判断的问题啦。但是一般来。既然有辩论嘛，就是尽量会使针对对方的这个疑问，会使趁这个机会甲讲较足清楚。老师，那就这点来讲，我会注意到萧美琴伊近摆若有取到机会，伊就会讲这赵先生伊会假消息安全拄安全。那就这点，萧美琴是毋是做较有做到？就是讲，这嘛是一个较多两位先生可能嘛有点到，这嘛是一种辩论的一种技巧啦。吼，就是讲你先甲这个问题先甲定性，讲这基本就算是假的消息啦。吼，这对听众来讲，你一听，你可能后壁无听到，你听到是假消息了，你会感觉讲这是假，但是事实上是毋是假？其实对一个聪明的听众来讲，伊应该先去判断，就是讲毋是敢若听到。这个名词尔，应该听规个内容到底是安怎？但是我感觉，政治拢知啦吼。一般的民众大家拢足无用的啦，伊无可能伫个足短的时间就去完全判断讲这讲的到底是安怎。所以开始讲这有限的时间内底啊，你爱用你较好的语言，用较好的迄个讲法吼，想办法会使克服你的听众，会使相信你讲的，就是这就一种。这爱日常去培养的，讲一个人讲话以后迄个权威性，你讲话自然，你就会使去克服你的听众，也是讲唔捌你的人听到你讲，伊就会使相信你讲的话。这是有当下是普通时就爱做的，讲你这个人普通时讲话是毋是有迄种会使互人就这点，市长你简单讲，就这点来看，你认为三位倒一个较无做到？还是讲你较歹回答？应该是嘛袂说，这无啥物无歹回答，这就是讲过去吼，你也是一个政府咧工作，较长的时间的人，因为伊过去不管你4年8年，你就是逐工拢会做这个代志，所以你逐工就是咧交你的听众、你的观众，咧说服伊，就是你要想办法克服伊，所以过去伫咧4年8年拢伫咧政府机关的这进动，伊伫咧这点。理论上应该做较好，事实上应该也是啦。你也伫咧在野，不管伫咧媒体内底，当然伊操作的方式就较无共款，因为伫咧媒体内底，伊的讲话迄个方式就是咧吸引你的注意。但是吸引你的注意了，你也详细来听伊讲的是有理啊，无你我安尼讲，毋是讲一定无理的意思，但是讲你要去听，伊会先吸引你的注意。内底有内容无？是真实，还是这毋是遮真实？你家己。听众爱去判断，是，郭老师是，因为头前3位老师真正甲遮内底以辩论的这角度拢已经分析甲真完全啦所以我想讲，我为遮我来讲就是讲一般民众若你听这种辩论会伊的心理的。会转变会如何啦？用这角度来，咱来观察讲这3个候选人伊在这个辩论会的表现安怎首先来讲的话，若是民众爱听就是讲咱这辩论会内底咱这候选人所用的这个语言敢有足贴近民众啦民众甲知影你讲啥因为你3个讲的可能可能因拢硕士以上啦博士硕士以上，但是咧
民众你听咯，无一定拢有接管啊。吼，所以伊有做一个假设，就是讲我讲的恁爱听有啦。吼，三个拢是安尼啦。吼，所以我是认为讲吼，若是就这总统大选的这种辩论啦，吼，这种辩论应该是爱亲民。吼，你提出来这个议题应该是甲全民拢有关系。吼，而且咧。吼，所讲的在内底吼，不应该有这种受训也好啦，吼，也是有这个关于这个个人的因素啦，这个代志吼，因为毕竟咱咧辩论辩起来，是因为讲系国家要交互谁人来管，公共利益落去辩论吼。对，应该是用公民的利益来安尼讲才对啦吼。所以我若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吼，譬如讲。赵少康伊咧吼一开始伊就开始签伊的这个放弃这个中共的董事长的这是无适合啦吼。你这个场合来讲的话吼，以个人的这来吼，这大众的时间呢，这大众的时间唔是大家要看你来做这边，是要听你对于这国家大政策，还是对于恁吼你即马国民党国民党的坚持吼，还是提出来这政见吼，要做一寡吼单述还是辩护吼，这是上重要的吼。啊，你个人要安怎做，你应该是用另外的时间吼来做吼，安尼唔则对吼。啊，无唔对吼，大家拢看起来讲赵少康这足够辩论的嘛吼，足够讲话嘛，自以前啊就飞碟联播网的头家嘛。哦，啊，个主持这少康战群事嘛，对不对？这大家拢知，所以对民众来讲的话，伊一定有一个迄吼，咱的对伊的期待啦，吼，你就已经遮够讲啊嘛，啊，你遮够讲，你也讲出一个吼，有法度说服民众讲，吼，你唔是大家袂当袂使，袂当袂使，安尼，我感觉吼，已经失去这吼，以总统吼、副总统候选人的这高关度吼，来讲这个代志。啊，咱来看吼，第二，咱来看讲老师，咱即摆赵少康即摆记者会现场，咱来听这个赵少康啊，即摆吴欣盈这个记者会。谢谢。好，谢谢。还有吗？那再请问一题哦，因为今天蛮多都是琢磨在经济，那想要再问一题有关这个两岸题，因为这个习近平他在这个除夕的新年贺词上面，他也有提到，就是说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想要请教您怎么看习近平他这一番的宣言？针对这个习近平的发言的话，我觉得还是遵照民众党柯主席的5个互相。那我们一定会是以中华民国、以台湾核心的中华民国，希望能跟对岸做讨论，来重新启动两岸的这个9·2共识之后，是不是有重新的一些讨论？谢谢。好，谢谢。我们下一题，谢谢。CP辛苦了，想问一下哦，因为今天辩论会结束之后，明天也会开始进行全台的车扫。那你觉得今天辩论会对于整个后来选情的影响是什么？是加分吗？对，那另外还要再问一题，就是说，你刚刚好像有突发奇想邀请赵少康跟萧美琴要去吃 buffet， 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你们等一下真的会去吃吗？您刚问的是辩论，第一部分是，第二部分是 buffet。第一个部分是说，辩论完之后，你觉得对于整体柯银配的选情的影响是什么？是加分吗？好，我觉得最重要的，今天要强调的，如果大家没有时间把这个完整的节目看完的话，当然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因为之前我们常常被媒体丑化或是断章取义，这是唯一一次哦，在副总统的发表会跟副总统的辩论可以有完全没有被剪接掉的，然后可以跟民众沟通哦。那其实我觉得最终的一个 message， 如果大家没有时间看这个的话，就是说1月13号一定要去投神圣的这一票，因为台湾有的宝贵的民主，我刚刚也有在台上有讲到说，尤其像女性100年前也没有投票权，不管怎么样，1月13号，请大家投
要出来投票，同时要义无反顾拼一次，一定要投柯银配，台湾再来赢。谢谢大家。好，谢谢海平林。委员另外想问，不好意思，自助餐的部分是这样，就是说，刚刚那个本来问题是，我听到是赵叔叔呢，他就直接问了 B Kim， 然后完全就略过了我，所以我只是说，定败力高那个发表会的时候，对证件发表的时候，立马假挖倒湖哈，公认证件委败后被请我来做，如果他们有机会执政的话，为什么定败假挖倒湖给他立掐把人家分，对不对？然后讲说不同的吃什么菜之类的，我说哎呀，我之后就请你们2位一起吃自助餐，大概爱吃米牙的后啦，对不对？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当然，这是 an open invitation， 也很欢迎两位候选人，他们只要时间敲定的话，我吴欣颖买单，谢谢你们。好，平林，谢谢。好，委员想继续追问哦，是不是觉得说在辩论会上有明显被蓝绿边缘化的状况，会不会觉得蛮可惜？那另外说，会不会觉得说这是一种弃保的操作？谢谢。这绝对是有个弃保的操作，所以我也说，不要把这边当成空气 ，OK？ 刚好我夹在2个人中间，然后问话的时候就是，所以我就说这个是当然啦。开玩笑归开玩笑，可是是非常严肃的议题。因为我有提醒大家，就是说，民众党也有30%的民众支持的，尤其最近这几次主席跟民众党的一些造势活动，那是没本东上党 ，OK， 没包巴士随便就3-5万人都可以出来支持民众党，所以说这个是不可遗忘的，不可被变成隐形的，他们必须要面对。然后呢，当然我有提出来，就是说从国民党这边赵叔叔这边的话，我已经帮他的这个之后我们执政的时候的工作都想好了，我有提出来嘛，可以请他作为这个 NCC 主委或是说副总统办公室的副发言人，因为那个我已经都想好了嘛。如果是要让总统办公室发言人的话，我当然还要请示主席。那不管如何呢，我们民众党主席的党部呢，我们也支持这个壮世代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啊，就是活到老、玩到老、工作到老。我觉得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才华，我们民众党明年执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采用的。谢谢你们。咱今麦看到的是来自吴欣盈伊的这个辩论后的记者会哈。那么他拄仔咱也讲到这3位候选人的这个表现哈，今麦说来要请各位来评论。不管是他对吴欣盈所讲的，关于就讲恁2名拢甲当作空气也好，还是讲赵少康所讲的，讲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一个荒谬的护身符，种种如何甲两岸关系，我首先要请李署长。对，我讲这个虽然副总统是备位啦哈，但是你看得出来，因对这个国情的部分哈，尤其是伫两岸的政策哈，我感觉是今日的辩论哈，靠火花的一个靠重点的所在，靠一个所在。啊，这内底当然发动这个攻势的是赵少康啦哈。赵少康我感觉今日伫两岸这个部分哈，有表现了真好的所在。当然有一个爱检讨的哈。我认为哈，伊主动去提，因为抗议讲民进党那个扣红帽子哈，伊讲就讲因阿公哈，捌互共产党掠去关，因外公哈，甚至伫互共产党哈破坏甲死去哈，因老爸2摆互共产党掠去，一个伫东北，一个伫海南，甲把逃出来到台湾。你讲我安尼家庭哈，你甲我讲我今日是红帽子投共，你这是你在说什么哈？这确实是一个真好的一个辩护的一个理由啦哈。当然，这无一定是等号但是大家较会当理解。意思讲，我今日去反对恁民进党的政策的原因，是因为我主张两岸爱和平。你莫讲我安尼主张，你特别甲我扣红帽子我就讲我用我家庭的背景讲来听国仇家恨嘛，一定要诉诸这个部分第二项就是讲你讲到这个风险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人？这部分我就感觉讲，伊对这个叫萧美琴这个对照内底这内底有旗鼓相当的所在。伊认为讲赖清德的这个主张特别是讲会造成，伊讲中华民国宪法唔是这个这个台湾的这个护国神山对吧？伊讲伊是神话嘛伊认为讲伊讲这款话会为台湾
带来灾难哈，变作是偌清德的这款的主张呢，以后就动算了，变作是台湾风险的来源哈。这是一个真鲜明的哦，这玩意一定符合蓝领一贯的一个立场哈。但是今日你有看得出来，萧美琴的回答是讲，全世界所认定台湾上大风险，台湾是中共。哦，不是因哦，啊，这内底尤其是趣味的是讲，你拄则讲的，到底咱这部宪法，民国1946年、47年南京通过的这部宪法哦，早看嘛承认讲荒谬啦，一定要个主张讲外蒙啦，哈，啊，迄个东西咱的版图啦，等等啊，伊讲伊认为讲，但是这是无奈，他说这个叫做荒谬底下的一个生存法则啦，意思就是讲哈，你。有一个藕断丝连嘛，用一个成语嘛，哈，因为安尼咱中大陆的关系都无一切两断啊，会当互对方袂甲咱来做这个，迄个哈。我感觉萧美琴就讲这个风险的来源，唔是民进党是阿强啊，哦，全世界拢认证哈。这部分哈，大家较就是伊确实大家听下落，因为讲就讲菲律宾。啊，无民进党的关系啊，跟阿强即摆关系嘛足紧张啊。啊，日本你看，日本也无民进党的关系啊，主要是中共家己扩张霸权嘛，哈。好，但是我感觉萧美琴即个你回答的时哈，无一个角度出来。其实哈，我感觉民进党人普遍有这个问题，历史读了伤少。我记一个例哈，你都讲做台湾甲大陆和平甲战争的主要的本质是安怎哈？绝对毋是中华民国后来迄个精神有伫咧无伫咧问题。较早老蒋的时阵啊，有无？较早有古宁头啊，有823啊，迄阵中华民国宪法拢跌了呀。为什么会有战争？那为什么从1979年以后两岸没有战争？哈，这其实讲到背后是，也是一个真大的原因是什么知道？都是实力的问题啦，都是国际环境的问题啦，也是主要是靠决定两岸的这个和平甲战争的本质。我讲本质哈，是这个因素。交其他的吼，其实拢真开销真少，因为你就算你今日讲我宪法要维持伫咧，但是有一天阿强伊若认为讲我已经是时机成熟啊，你不接受我的一国两制的方案，那我就要来强的呀。这个时候你什么人接近拢赶快，什么宪法都赶快，拢赶快。柯老师你认为呢？我先讲一点啦吼，头拄高老师有讲的，高先生有讲的吼，就是讲这个地方嘛无适合，但咱个人的代志，这基本上是对的哈。啊，但是赵少康今仔日为什么伊要当场来签一张啊？讲伊失去中广公司的董事长，这是真重要一点。一条代对于个人来讲，因为足侪人会对伊安尼怀疑嘛，哦，因为伊本来伊头拄也有讲啦，伊讲我咧等偌清德嘛，哈，啊，你讲较歹听，咱买事毋是迄你的代志啊，啊，甲伊有啥物关系？讲你毋是，你是惊算数，你是惊算数啊？咱就咱普通买安尼啦，哦，咱两个来小算，小度啊，降度啊，对，我会甲你讲，你安怎我就安怎哈，哦。这咱民间咧做个啥啦？啊，咱即摆你做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吼，讲起来是小可有咧牵拖啦。啊，但所以今仔日个留到遮来，伊要做一点，基本上伊是要甲伊的支持者讲，还是一寡中间选民甲因讲，我无遐恋战，吼，所以退出来，伊做这个动作，所以伊有咧有票。但老师，你认为安尼，这个动作好啊歹？我应该是安尼讲，有效无效？应该安尼讲才对吼。我安尼讲啦，对本来伊的支持者有效，但是对本来就无支持的人有效无？无效。对中间的选民，可能有一寡人会有效，但是无济。这是规个选民内底一时啊尔。但是伊这是一个表态。啊，就讲我唔是恁咧想讲吼，我会惊输吼，安尼选输我搁转去嘛，搁有工课通做，哦，伊今仔做一个安尼动作，所以阮咧研究投票行为的时阵吼，阮定定咧讲，咱这款的辩论，不管是总统的辩论还是副总统的辩论，基本上对改变投票的意向无影响，无啥影响。啊，会影响到就是中间未决定的，啊，定定吼，咱基本上安尼即马存到投票头存12天尔嘛，或者13天，大部分人拢选择去啊，一寡剩一寡尔，
哦，啊，佮咧犹豫哦，啊，伊即款动作对遮的人可能会有小可但是要影响几趴，老师以你的经验的。我看连百分之0.1、0.2都无。哦，真罕，计时的呢。但是对啥物有我头拄咧讲，对啥物有帮助呢？对伊的气势。哦，你要看吼，对今仔 AM 开始吼，伊本来的支持者，本来就是支持伊的，哦，伊会用这段代志，伊会用这条代志出去讲，吼，讲到安尼吼，你要看今仔因的场啦，因的名嘴啦，因的啥物，一定会拢讲这条代志，哦，对，所以对伊规个的气势的提升，可能团结有效。啊！但是对要抢新票，中间票就较迄落啦吼。啊，另外有一点，我同意讲，李处长头拄讲的，这我同意。基本上，今仔日伊对两岸因的原则的说明，讲了有算清楚啊。你会使有同意，你也嘛会使无同意。但是呢，基本上伊讲了足清楚啊。啊，另外一边呢，萧美琴嘛是共款啊，因嘛是对因的立场。嘛讲了真清楚，但是因有一点，这是民进党较，因为可能是因为甲因即摆处境有关系，伊即摆即摆游玩是接近党啊，因较挖台湾独立啦，啊，但是唔敢讲啦，啊，袂使讲嘛，因为这讲了到底代志大点，所以因袂使讲，啊，但是你看会出来啊，因心内咧安尼咧想，吼，这就甲较早国民党有小可有共款嘛，想的甲讲的吼。小可有，唔是讲无完全无共款，我唔是这个意思吼。这内底有小可有一寡落差，我讲有一寡落差啦。因想的真正内心咧想的，所以头拄美琴但是老师小美琴头拄讲，这我先问一个问题哈，咱先来看小美琴诶，这个会后的记者会哈。但是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讲诶。不管是马英九也好，还是今仔日咱所看的赵少康，还是侯友宜，因拢讲，因无同意一国两制，好，因无同意一国两制，对啊，但是呢，分别在无共款的场合拢讲，阮一中各表，一中各表。不，你要注意哦，这届因无讲一中各表，因这届讲的是一个中国。一个中国，中华民国宪法一个中国，这到底是啥物？咱小人来讲看，咱即摆先来听，萧美琴她在会后记者会所讲。说几句话。那因为今天萧副的这个喉咙是微恙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接受简单的谈话，但是我们就没有接受 Q&A， 谢谢。好，谢谢各位媒体记者哦，在元旦连假的第3天哦，今天一起来出席，来关心这场政见辩论会。那这个过程当中哦，这个有很多我们需要向国人报告的地方，当然也有意犹未尽的地方哦，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相信在未来这13天当中哦，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继续的来跟人民对话啊，继续的来争取大家的支持。好，再一次谢谢大家对台湾民主的关心，对台湾选举的关心，谢谢。好，咱即马所看到吼。这个萧美琴律师在会后记者会啊，会听得出来，伊感冒真严重吼，所以话也真减少讲吼，啊随即就结束。啊，说来，我要来请教着这个连院长吼，关于着这个一中还是一中各表，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拢讨论得真济，但是，敢若亲像邱老师所讲的，双方面拢有讲，但是拢无讲到这个心内话，是。安尼吗？还是对着这个美国，尤其吼，我会记印象真深刻。赵少康在这个辩论会当中一直讲美国领导大，美国领导大。吼，老师你看，尤其你研究这个国际关系哦。理论上吼，这个应该是九日共识吼，对国民党时代来嘛吼。啊，理论上迄个时阵咧讲，这个就是这个一中各表嘛吼，但是。既然是叫各表的话，就是大家人拢会使家己对伊来做一个解说嘛，吼啊，会使一个就是讲啊，我这个你既然是你讲你的，安尼我就做一个尊重嘛，我莫去
去反驳嘛，卖去讲啊，你讲的唔对这样子，理论上是安尼啦。但是一中对香港事件一直到这个一中吼，其实大家听到这个台湾人民听到这个一中，就是感觉这个感觉够有可能啊，大家都无愿意听到这个名词啦，吼，就是爽啦。对，听落会恰生爽嘛。对，啊，即马真清楚的，即进党是假，即个习近平讲的，伊就是对方讲的，伊有权利头讲对即个一中各表伊讲嘛。理论上，咱这边嘛会使讲，是因为讲咱已经即尤其即进党就是伊讲的，吼讲啊，伊就敢若无原理吼，伊讲的已经甲所有的定义拢讲清楚啊，咱应该都无会使有个改水的空间，嘿，无改水的空间。但是以我的了解啦，吼，应该是大家会使讲对这个就讲一个问题咧，你会使讲你的啊，我会使讲我的啦，理论上是安尼。但是咱是毋是有这个空间？大家原本应该是讲这个问题，咱有伫台湾有足侪人根本都无想要回答。理论上你有权利回答，但是大家无趣味回答。我感觉这问题应该是出伫个。这无趣味回答是像地数咱无趣味回答啊。因为对于我是感觉对香港这个事件了后，感觉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意义无足大，因为你的回答，我刚才有讲啊，我上重要，你会使讲你的，但是大家互相尊重，我也莫去讲你讲的唔对。但是即马伊甲所有话拢讲了后，你对咱还有迄个空间会使讲咱的话无？大家认为敢若无迄个空间，所以就大家就无趣味，连想要回答的迄个趣味性就已经降低啊。所以即摆问题，我家己感觉应该是伫遮啦。所以老师，你有感觉讲，不管是倒一党，应该爱不管如何爱勇敢讲出来。我是感觉讲到变做大家有趣味。我感觉是应该安尼讲啊，既然是个表，就是大家拢会使讲家己的啊。你会讲你家己，你的主张是啥物？但是真清楚的嘛吼，就是讲想要回答的人愈来愈多，啊，尤其执政党可能也无趣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伊都无认为是一中啊，所以也无需要去个表，就无需要去解说这个一中到底是啥，我都无赞成一中，我想要大家去回答这个问题。歹势吼，我先补充一下，高老师是咧吼，我先讲，因为我接面咧讲的吼，基本上伫好友伊顶两天伫咧总统的辩论内底，伊嘛有讲到这点啊，讲主管互相卖否。不承认，不是不承认，但是治权呢，通这管嘛，啊，大家卖讲否认，就不要否认嘛。我是认你北京的法律哈，啊，因嘛是认咱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在就咱的法律规定的嘛，对治权大家互不否认，主权大家互相不承认，啊，这就是头拄院长讲的嘛。啊，迄就是变做呢。老师，你讲在大白话讲互观众朋友听，观众朋友可能较无熟悉，讲地权加政权，这是什么？主权加这个地权。主权就是一个国家掌权的权利嘛。吼，所以咱中华民国的主权，基本上就宪法来讲，即摆还佫有大量嘛。这头拄伊咧讲的，讲赵少康今仔讲这是荒谬的嘛。哦。啊，但因为遐实际上即摆你管袂掉，但是咱的主权就到遐。哦，相同赶快，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唔捌统治过咱台湾。意思是讲，我无承认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嘛无承认我是中华民国。这是主权嘛，吼。啊，但是治权，我承认你的，你嘛承认我的，你嘛承认。但是阿强啊，敢会当接受安尼？有啊，咱即摆毋是文书互相承认，咱台湾的法院。咱的判决登去大陆嘛是有效，大陆的法院的判决即嘛咱台湾啊，迄是地权嘛。啊，但是主权伊敢有可能承认？无可能啊，无可能啊。啊，咱对老实讲是主权互不承认啊。但是即摆咱的政府应该是有承认伊是中国啊。无啊，无嘛吼。咱嘛是无承认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因的身份证，咱无承认嘛。因的护照咱嘛无承认呐。所以这就表示讲。你的主权是咧，应该有呢。咱的动员勘临时条款，咱的动员勘段临时条款还是没有。不要紧，咱即摆先来听赵少康讲下面吼。郭老师，你稍等下吼，来，咱来听赵少康。他弄一
平提问，想先问一下您对于您今天自己的表现跟您的2位竞争对手的表现，您给他们打几分？另外就是刚刚您在结论的地方有提到，就是关于我国宪法不符现实，然后你也认为说怎么会包含大陆呢？那这样是提倡所谓的2国论吗？可不可以帮我们讲清楚一点？谢谢。不是啊，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部分啊，我们宪法就是说现实上是我们国家现在并没有包含大陆，所以我们才说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我没有否认你的治权嘛，的确大陆是你统治的，但这只是我们的解释嘛。但是我们的宪法其实还是包括中国大陆的啊，所以这个跟现实上是有差异的。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个差异，才给台湾保命符嘛。我这个解释大家肯定要有点想象力，就是说，因为我还跟你说我跟你还是有一点关系的。所以你就不要来打我了，大家好好谈一谈。哦，如果你跟他说我跟你完全没有关系，一刀两断，那可能他就觉得说好啊，那你要跑是不是？那你是外国了，我们本来是内部矛盾的，现在变成敌我矛盾了，就完全不一样。哦，所以他虽然有点荒谬，虽然有点不符现实，但是却是台湾的保命符。哦，其实是这个意思啊。那打几分哈？我觉得他们2位表现也都很好嘛，都讲得很清楚，而且好像都抱病哈，都感冒了抱病参加。所以我觉得他们2个应该也都有几分啊？80分好了，好不好？2个都有80分，我自己就不必打了啊，我就给自己打分数，很怎么打都不对了，打高好像人家觉得你自己太骄傲，打低好像也很奇怪啊，所以我自己就不打。还有哪一位？那请。赵总，就是想提问一下，今天是不是有特别的染头发？因为颜色好像特别比较浅，然后还有领带，会不会觉得颜色稍微比较浅一点，在镜头上看起来是一片白这样子？哦，因为领带，我太太说希望打柔和一点的这样，不要太重。她说，所以我可能没有想到镜头出来是白的。就染头发应该染得越来越重啊，怎么会染得越轻啊？所以我其实不是啊，其实最近没有啊，最近没有。那还有哪一位？想要问一下说，因为蔡英文在元旦的这个演讲说，中华民国，蔡总统说中华民国宪法不是风险，那其实他这句话是不是有打脸了赖清德，矫正后说宪法是灾难？他可能想帮他稍微缓一下赖清德的讲法了，可是这话也不通嘛。中华民国宪法不是风险。风险是因为跟9·2共识连结，所以我就讲说，9·2共识的中是中华民国嘛？蔡英文难道不知道吗？对，这就是我是觉得辩论会当然我有讲了也许时间不能讲那么详细了就是说本来所谓一中各表，9·2共识要一中各表，那是一种创造性的模糊。那民进党执政8年，说这个不好，那你提出一个比较好的。你也提不出来，你根本提不出一个比较好的嘛。国民党内部其实也自顾想绞尽脑汁，也希望提一个比较好的，好像也提不出来。为什么？它就是创造性的模糊，就是各说各话嘛。一个中国，好，一个中国。什么是一个中国？口头表述，他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是中华民国，然后我们就不要追究了。反正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这就是原来的精神。那民进党上来以后，非要逼北京说。习近平，你给我讲清楚那一个中国是我们国民党说是一个中华民国，你承认吗？他怎么会承认呢？各位，任何一个你是习近平，你会承认吗？他当然说，那当然不是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然后民进党就说，你看看，习近平讲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怎么能接受呢？我们怎么能接受呢？那你逼他嘛，对不对？那今天如果人家问你说一个中国是谁，你一定也讲是中华民国，你不会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这么简单嘛！明明一个大家有创造性模糊、有善意，可以把这问题就搁置了。然后对于技术性的问题，大家好好来研究怎么进行。你非要逼他表态，这就好。我刚刚讲有点难咱他看到这个赵少康先生伊这个会记者会超22分钟大部分拢回答到关于着中华民国一中各表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请高老师来讲看卖。以他所讲的观众朋友可能即摆才加入咱伊讲这个是民进党执政的时间，甲这个一中
逼这个对话，讲这个一中就是中华民国，那么对方下来不答应，实际这个情形，高老师你家己所做研究也好，你所知的情形，刷来咱三位嘛会当继续讲来，高老师。我先安尼做一个前提啦，吼，就讲咱作为一个台湾人啦，吼，咱真侪是无法度来选择咱家己的历史，吼，因为这段的发生啊，吼，大家拢知影吼，1949年以后才有中华民国的宪法，吼，搬来台湾，到一直甲李登辉总统的年代，吼，才开始正式讲这个宪法爱改，吼，这对咱已经探讨几十年的代志啊，上少嘛20年的代志啊，吼。我认为这个对咱这个本土吼，这个政权的这个清楚性吼，大家应该拢有一个共同的思考，这是应该讲政府爱去解决，唔是人民爱去来解决，因为人民无这个权利去改，你政府爱有一个办法来处理。啊，你即下两党吼，你差这个议题啦，我知影啦，因为因为讲实在话啦吼，短的这个辩论会，你无法度甲这到底咱中华民国的体制是啥物一回事，讲互完整，讲互人民知影。你会使3分钟讲互完无？我看无一个学者有法度，包括李鸿宇教授嘛，无法度讲互清楚啦。吼，所以我有咱我写安尼吼，政治是一个高明的骗术啦，是毋是？你今仔吼，咱今仔这辩论会，我先莫讲多一个人讲了较好，讲了较歹，吼，咱就这内底吼，内底一个内容啦，吼，内容吼，这你讲这件代志的时阵吼，这吴兴盈讲吼，会使合作的时阵来合作啦，吼，啊，会使对抗的时阵来对抗啦，啊，这就是一个真模糊的一个讲法啦，吼，咱对中国的这个震惊的代志，吼，到底咱家己是啥物货？唔知影，会使合作来合作。所以讲互白啦，就是讲意思咯，讲咱台湾人啦，若是相战的时阵战袂赢，啊，我就投降嘛，是毋是？所有台湾人来讲，咱即马若是美国人无来救咱的时阵，啊，咱就投落去中国，意思就是安尼啦，意思就是安尼。但是这敢是所有人民的想法吗？吼，这是大家拢安尼想吗？是咱要放弃咱真正未来要成为一个吼台湾有主权的这个国家吗？吼，我认为是安尼啦，吼，民众无这个选择的权利啦，吼，你政府爱替民众来做一个吼判断的依据，吼，所以赵少康来讲，咱拄好来讲哦，共识会使无共款。啊，共识会使伊讲伊的，咱讲咱的。啊，一般民众，你就讲这就是玩弄这个话语的解说啦，吼，玩弄教育的解说，就变讲我讲我的，你讲你的，啊，咱安尼叫做有共识吗？安尼叫做有共识吗？伊讲安尼叫做九二共识啦，吼啊。迄时阵，当事人吼，李总统迄时阵，就讲啊，足明显就九二无共识，共识是后壁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嘛，吼。啊，但是这无要紧，咱即马讲倒来就是讲，咱拄仔以记者会吼，才讲的话来讲的话，咱讲中华民国应该讲，民进党这8年来无主动去要求北京爱做出一个。对于吼九二共识的澄清哦，从来唔捌有讲这个话来嘛。吼，但是有咱大家应该拢知影讲，咱台湾中华民国叫中共来，吼中国来澄清，来发表国际的这个记者会嘛，无嘛。吼，所以我感觉讲哦，有时啊，咱咧辩论的时阵吼。事实爱分哦清楚，你袂使甲无讲过的话，拄假别人喙的去接落，安尼就是无解。我感觉种无啥好的一个辩论的技巧啦。吼，是啊，最后我想要讲一个，我讲好，因为咱即马咧谈论的时阵吼，拢甲这个重点放在萧美琴身上，
啊，甲赵少康身上，哦，拄啊有抗议哦，这吴欣盈女士有抗议哦，哦，你袂使无斟酌，吼，无斟酌听伊的话，吼，其实伊真想要吼传达一个信息，吼，各位选民知影啦，吼，都除了讲啦，咧爱投1号这个事情，但是呢，伊大咧拢。伊意思是讲，咱台湾爱注意国际议题发展的方向，是吼，譬如讲吼，绿色能源，吼，譬如讲碳税，吼，譬如讲伊想要甲这个议题吼扭转来，吼，民众毋是干那讲，咱要讲台湾，佫是甲大家讲九二共识，但是世界已经拢毋知走到代去啊。吼，已经发展这个议题，发展这个议题，伊想要甲扭转来，啊，但是无法度，因为这赵少康哦，伤高讲啊，吼，伊就甲这吼议题，佮甲定个九二共识，吼，所以我认为讲，但是呢，我拢还袂讲到萧美琴，吼，因为美琴啊，伊咧讲的时阵吼，伊外交官的训练啊，吼，外交官的训练就是用外交言辞来回答。这所有的问题啦，吼，伊啊，咱会使看讲今仔日的这个吼辩论的场合吼，敢若赵少康较有激情啊，吼，其他的我形容啊，想要讲，但是我讲袂出来，我会使讲英文嘛，互我讲英文大概吼，我讲了足精彩，吼啊，但是大家都听无啊嘛，吼啊。萧美琴呢，英文嘛真好啊，但是伊台语甲国语拢会使讲，吼，但是伊咯吼，较嘛可能嘛拿后无好啦，吼，就收声一开始就听得出来，吼，但是伊咯较温和，吼，较温和啊，对伊个人的攻击，吼，伊拢无回答嘛，吼，因为伊嘛是认为种个人的事无需要在顶头讲，吼，所以我认为吼，伊就是较沉稳来回答这个代志。对于中华民国这个主权的问题，一直拢用咱国家的这个咱讲这个定型化的回答的模式来回答啊。对，拄啊，柯老师来讲啊，心内话要讲出来哦，台湾是咱的母亲，伊就无讲无啥出来。我就是坚持台湾爱有咱家己的主权。柯老师，你感觉你有听到伊的心声就对啊？有听到伊心声。就算了，我要请理事长来讲吼，就是讲在这整个辩论当中，在整个主轴，包括咱头早用了差不多1点外钟的时间来讨论讲啊，这个九二共识啊，中华民国宪法啊，乃至到伊今仔日提出了一个，这应该是我头一摆听到赵少康所讲的，这中华民国是荒谬的护身符，这个讲法以外吼，那么观众朋友或者是选民，敢有意识着讲还有其他的问题应该大家来注重，还是讲乃至到这整个辩论的过程当中，中间选民才叫人忽略着？这就是拄则咱咧讲客观的事实，甲我主观的这个政策的设定中间有一个落差啦拄则就赵少康有这个角度来讲伊至少伊对这个客观事实甲中间的落差伊有承认啦，所以伊讲咱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内底的内容会荒谬，伊承认但是呢，他说它是一个护身符嘛，护身符当然我拄则有讲过我讲是不是这款的宪法叫做护身符其实这个大有一变，这真歹讲因为我咧讲因为有一个问题出伫对，你知无？两个部分，我认为今日这辩论，赵少康伊反映的整个，伊咧讲到9·22共识的问题是传统正蓝军的人拢用这款语言来讲，伊个是啥呢？伊个是伫马英九这前的时间其实这部分的辩论2012年迄个总统选举已经有但是这几年是安怎9·22共识变做台湾民调甚至到跟1国2制的支持度差不多同款。有真大原因，终于是习近平2019年1月2号伫迄个做对台同胞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伊讲迄话嘛。因为较早咱讲9·2共识其实有3个重点，这3个重点都真重要。第一叫做啥呢？两华同属一中。第二，共同追求统一。第三，这个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就是讲，这个一中是什么内容？咱各表。
这个习近平2019年去盖这个伊迄5点讲话内底第3项无去啊，而且伊佫加强一项讲，两方爱透过民主协商来讨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对不？好，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互蔡英文伊去扣着枪，甲讲你已经甲周义强是变做是等同于一国两制啊，而且迄阵那个香港佫出来啲代志。啊，叫我伫香港的一国两制，好做示范，已经拢无你顾着就对了哈。啊，我认为讲吼，即马即个蓝营的你讲到9·2共识吼，有2个上大问题，你无都克服了哈。第一就是语词上哈，咱大家讲过啊，其实无共识，共识英文叫 consensus 哈，怎么会？比如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这个叫共识。这个对我们在语言学的训练的逻辑上，这是一个悖论嘛。那有这样就。他们勉强讲叫做 agree to disagree 啊，这种勉强讲这，但那个也不是共识啊，那不是共识啊，哈，对吧？第二哈，因真侪人我感觉拢想体谅阿强的立场，可比如讲，啊，伊较有可能承认咱呐，哈，伊较有可能承认咱呐，无唔对啊，啊，这问题伊无可能承认咱，那我为什么要接受你？意思就是讲啥？可比如讲国台办要不要出来解释？啊无啦，不等同一国两制啦。问题是。习近平无改口啊！啊，伊的对台政策，敢国台办你几个人去决定的？是习近平啊！你今日去也就讲习近平有法度出来讲，我迄阵啊讲的话，我怎么被修正？我感觉安到有说服力。啊，你即摆安尼讲起来，大家从逻辑上来讲，确实会甲你怀疑嘛。啊，我认为讲，比如讲有一个问题生的，就是讲蓝营的讲一寡理由似是而非的问题出嚟讲，好像有一点为了要对话而对话。为了要交流而交流，即使付出，即使付出很多的这种前提代价都无所谓。比如说，大家怀疑安尼，怀疑这点呢，安尼这大家就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讲，可比讲你讲啦，大家当然拢个所有人会甲你质疑，就是讲，啊，你继续搞伊安尼，等于讲你接受阿强的讲话，两方的问题就是国共内战的延续啊。啊！你啊，国共两方问题，那不是国际议，不是国际范围，是国共内战的延续。不，不是啊，有一讲伊甲你拍，外国袂使来干涉啊，对吧？你内政的问题，外国才会使来干涉。你看香港嗰咱老时候，那美国伊手段有限，香港已经是大陆的啊，一国两制嘛，对吧？啊，所以这是一个真严肃的前提哈。我一直认为讲，即马蓝营的论述一个真大的盲点，就是讲，因拢无去注意到2019年以后的。国际的变化，甲习近平的这个有关这个对台政策的一个说明，哦，啊，甲香港的地位变化，这款变化是3年来两华关系上大的变化，并无改变伊的迄个本质啊。啊，他会跟你，因即摆你所有的讲话，咱可能感觉讲，敢若2019年以来这代志拢无存在，伊现在佫跳回到2012年的情形安尼，这是我感觉无说服力的所在啦。是，柯老师，你认为呢？我先头拄连院长有讲到一点，我这伫阮在读政治学的人来讲真重要，就叫做创造性模糊啊。9·2共识就是创造性模糊，是一中各表嘛是创造性的模糊啊。就是咱什么叫做观众朋友一定会问我，什么叫做创造性模糊啦？哦，就是我条件无要甲讲好清楚，因为讲好清楚颠倒了嘛，麻烦。头拄大家一定有听到赵少康咧辩论时阵有讲，我看头拄咧记者会，伊嘛是佫讲一届哦。伊讲哦，甲北京逼到迄个墙角吼，就叫伊信任啥物？有中华民国无？有中华民国无？叫北京咪回答。你回答我，中华民国存不存在？啊，你徛伫阿强的立场，也讲有中华民国啦。伊即句话讲了到底，那准讲习近平跟咱咧，伊听咱的辩论也听后讲好，即摆我开始，我即摆承认中华民国，伊可能免1礼拜，伊的主席就免做。邱老师，咱敢有包括即摆民进党、执政党，敢有逼公式主席就爱讲，你有爱承认我中华民国？一中各表，伊无要承认，就是安尼啊。咱不承认一中，民进党政府无要承认一中各表，就是安尼嘛。啊，国民党因这边咧讲一中各表，就是头拄咧讲的吼，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是讲。无因为头先李处长也讲啊，2019年习主席就讲啊，讲无迄个一中各表啊，无迄个一中。一中各表的代志是咱讲的，
是台湾这边讲的。有声音了，对了。1992年打开始的时阵吼，上咱台湾这边开始咧讲，9·2共识。哦，我咧讲，北京是无信任的。是啊。北京开始信任是就是胡锦涛咧做因党的书记的时阵，总书记的时阵，是开始咧讲9·2共识。但是2019年了后咧，哈，2019年了后咧，基本因就无咧讲啊。对嘛，我即马是咧讲 status quo， 因就是咧讲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北京讲的。哈，咱这边尤其是咱马英九咧做总统的时阵，伊一直咧强调讲，无，你讲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讲一中是中华民国，所以大家会记袂？去年2023的时阵，马英九走去唔是走去大陆，哈。伊咧讲，因的大学生咧演讲的时阵，伊唔是有讲着讲，照我们的宪法来讲，现在大陆还是我中华民国的领土。哈，这就是无信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就基本上我安尼讲啦，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这叫做创造性的模糊。是，那阵甲讲好清楚，有帮助无？就这2天发生呢，昨发生的，北韩的，因即摆领导人金正恩，因一昨宣布，今仔日报纸拢有讲，拢有讲着，伊无要讲承认讲，阮甲南韩，因叫做南朝鲜，阮是一个国家，伊无要承认啊，伊就即摆变成2国论哦，你是你，我是我哦。所以我要拍你，还是变成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哦。较早我无要拍你，是因为咱一家亲嘛，咱拢韩国人嘛，咱拢朝鲜人嘛，所以无要拍。为什么咱突然改变？就是甲这个代志讲好清楚啊嘛。伊要甲讲好清楚哦，因为即摆因足早就开始，南韩甲北韩拢是联合国会员国，但是伊互相。把对方看作是本国人哦，所以南韩有国家统一院，国家统一的一个机关。南韩甲北朝鲜的这个情形，我想应该是甲咱台湾甲中国的这个情形，实力这历史的这过程。你讲实力，这是现实嘛？因我头拄咧讲的，迄就是因咧讲国际法嘛。本来因迄保持了一个模糊空间，因为咱是一家人哦，咱到底是一国2国，条件无要甲讲好清楚。但是要拍无爱拍，应该无一定是一家人无一家人。49年823炮战，什么伊嘛是照常甲你拍啊。迄是内战啊，迄是一个国家内底。我意思是讲，不管内战啊外战，因就是甲你拍啊。是啊，但是国际法不共款哦。国际法内底有个战争法如果咱若变做2国，唔是较好，变做一个人侵略。袂，你袂嘛？我实际上嘛，这我来请教就这个国际行业议长啦，连议长。这个问题是安尼啦，我用较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讲较多讲的这个9日共识这个物件是即马较。较晚近以来大家用这个名词，但是伊个上重要的内容就是一中要安怎解决嘛，就是一个个表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嘛。但是中国迄边愈来缩，愈来愈暗，伊就甲本来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后壁佫讲一句，就是讲我讲的你莫不要否认嘛，你讲的我也不要否认的，然后咱莫互相去甲吐槽安尼，就是讲你讲的就你讲的安尼。即摆中国愈来缩愈暗嘛，伊就讲以我讲的为准嘛。但是理论上伊并无讲你袂使讲啊，你嘛是会使讲你的。但是咱变成讲，执政党无趣味啦，无趣味去讲咱到底是安怎？因为伊对这一中伊都无趣味啊，伊认为伊毋是一中啊，所以较着爱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以前这个9日共识，就是讲因为一中伤敏感，所以对方当初嘛讲伊嘛是。调到卖去处理，卖去讲一中的问题，伊讲9日共识这个议题，这是第二部分。较多3位老师嘛有咧讲啦，理论上，你伫国际也要发动战争，我的实力有够啊，我就战落啊，我咧教你什么法律，都无需要。
但是这是事实，这第一。第二，大家也知影讲，即摆中国大陆伊的问题足侪，咱的问题会喺第一伊要处理的代志无？一个国家、一个总统、一个领导者，伊的桌仔顶管有足侪伊爱处理的代志，国内外的代志。咱台湾问题，较输也叫做问题啦，是敢若伊一个其中一个问题尔。你要互你的家己台湾问题，互伊一定爱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嘛？你也处理这个问题对你有好处嘛？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你嘛爱想讲，伊爱有一个下台阶啦，伊嘛爱对内部，伊嘛有一个公法嘛，所以较多不管是安怎，就是讲，这是一种我个人看起是一种公法尔，伊嘛使讲这台湾问题即马卖优先来处理啦，吼，来咱也各有足侪的代志，但是咱较输这个问题，然后这都是一种选择。这是一种选，这是国家领导者的选择。咱战略清晰、战略模糊，以前拢是讲美国甲中国，其实老实两方嘛是一种战略清晰甲战略模糊。像较多这个就是你这个就是战略模糊嘛，你互大家讲会过就好啊，吼但伊你也莫去吐槽伊，伊也莫吐槽你，人个拢讲会好势就好啊。但是你也要讲战略清晰的时阵，讲真清楚，你是你，我是我，你就来看伊足侪代志的时阵。伊有可能这种两种选择，一种就是你就是爱趁伊代志足侪的时阵，我来做我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就是台湾独立嘛。伊嘛有可能是你唔通看伊足侪代志，伊就是讲我就是因为足侪代志我无法度解决，所以我以你处理台湾的问题来把所有国内代志拢处理掉，这是一种选择。那台湾人民嘛是有选择，咱是要选择咱的问题是毋是要像北京内底爱处理的第一站代志，这是冒险嘛。你会使叫伊博，你袂讲我博你就是你国内底所有的代志，你无法度甲攻击台湾、拍台湾做你上重要的代志，因为你国内代志就甲你卡条的，对啊，你卡条你无法度做，但是你嘛万一无遐输的，伊也较容易讲我国内代志我拢无法度处理，我过去做这件代志，这几个国际拢是有风险的嘛，对，拢是有。所以一定你听萧美琴的也好，还是赖清德也好，因到底即马较倾向上都一种。应该是讲因心肝头咧想郭老师听想因心肝，伊有听到伊的心声，但是唔敢讲。对，我想郭老师讲的迄心声，应该大部分人拢知啦。但是实际上的做法，实际上当然嘛是用这个卡来中华民国这个卡来讲，我基本上我也是照宪法咧行，但是事实上。会使行偌远，会使行偌紧，就看国际，也是甲这个国内的情况，甲你国内的情形来行嘛。我想对方嘛真清楚，所以伊愈缩愈暗嘛。以前放较人，即摆愈缩愈暗。伊就讲，你今仔日那行愈紧，吼你的，就是讲你想的，你做的，拢表现愈济，伊当然，你要讲伊甲你吓会使，你要讲伊要讲。较迄个严重也是会使，就是像我较早讲的，你著爱去博嘛，你博伊是毋是因为你国内足侪代志，所以你无法度对我动手，所以我趁即个机会，我行较远的，行较紧的，这就是一种。所以讲等到蔡英文路线，伊到底是伊根本要行较远，你感觉？伊应该是较稳，应该是讲伊心肝头受啥？我想对方也知，北京也知，但是伊交。即摆要选的总统候选人来讲，伊应该是较在啦，伊行得较在啦，但无遐紧啦。但你还佫唔知影讲大清德是毋是会继承着蔡英文的路线？这点我想讲者吼，大家拢这届选举的过程当中，大家拢有听到吼，美国足紧张的，惊讲赖清德若准做总统哦，伊会甲台独甲做出来，伊就希望讲伊就行蔡英文路线嘛，所以你看头拄赵美琴咧讲，迄天2天前总统咧辩论时阵，赖清德嘛是讲伊要延续蔡英文路线，就是伊就是咧保证讲，我嘛是保持战略模糊，我嘛袂讲去做台独，这是伊即摆，但是这话伊袂使讲啊，伊是台独金孙呢。你叫一个金孙来讲，我无台独，哦，伊讲袂出来嘛，伊的基本票嘛会走嘛，所以伊袂使安尼讲出来，这就是我头拄讲的战略模糊嘛。
所以战略模糊，台湾政治下来都是足重要。那是亲像这种战略模糊吼，但是我他这经过咱用了真侪时间来讨论这吼，上好要和这个高老师来讲吼，那刷来咱来讲其他的议题吼。除了这个战略模糊，但是赖清德即摆看起来，伊敢有可能甲你变心讲，我要来行别项，敢有可能？以目前的国际政治的现实啦，哈，无啥可能啦，吼，因为你讲。主要吼，咱台湾的选举，你拄仔讲美国为啥遮看重吼？主要嘛是讲美国一向甲台湾认为是盟邦啦，吼，伊无希望讲咱台湾你这段，尤其这国际吼，这区域的这政治吼，这无稳定的时阵吼，伤过偏向中国去，吼，尤其咱拢无讲到啊，为什么即马即个国际这科技啦，吼，啊，甲即个供应链吼，会做遮大的改变。当然，美国嘛是你提防吼中共遮的一寡动作啦，吼，啊，遮我先小可按者，因为我拄仔有写者，我想要替吼台湾的人民吼，可能我袂使代表所有人民啦，但代表一部分的人民吼，诶，希望是啥吼？因为咱咧讲，不管你九二共识啦，吼，讲台独啦，讲安怎吼，我认为吼，中间的选民吼，上希望吼，咱人民吼，你国际上吼，上少我会使区分我叫台湾人，你是中国人。这是上基本的，再来就是讲，我咧运动场顶头，我上少我会使帮我的国家，还是我的来自所有的所在，我会使甲加油，我会使甲我的旗仔摕出来，哦，连我讲我咧主场的运动场，咱就无法度讲咧甲上少一个大家有共识，讲啊中华民国虽然足侪人无爱这个名，但是咱大家有这个加油的是人，大家嘛是旗仔举起来，来甲咱的选手加油嘛，这上基本的嘛，吼，所以我认为讲吼，咱你讲这个主权的时阵吼，其实大部分的中央人民伊是听无啦。吼，听无讲啊！你宪法内底主权是啥？但是我希望讲，我会使你国际出去的时阵，我来自台湾，吼，尤其咱有时啊，台湾人你去日本的时阵，台湾去日本拢有优惠咧。你讲你是台湾人，后咱对你就较亲切的，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吼，就是讲真济咱你讲的这个议题吼，共款中间选民的。咱因为就是讲甲中间选民，因为大部分的人的希望是安怎？咱会使行使咱足基本的一个权利，就是咱甲咱的选手加油，咱甲咱的旗仔提出来，吼，这是足重要的。啊，这可能上大的操作就是咱安那在主权顶头会使，吼，在国际上有一个辨识度啦。会使有咱不管要叫啥物名，甲你，因为我甲你无共款嘛。就咱咧比赛的时阵，你有一国较大国，甲中国一国较大国，你一摆选手咱选手就干那这几个，表现好的时阵，咱就大家就足兴奋的嘛。吼，我感觉讲免想者，这点你若有法度，在咱台湾做会到，咱国际做会到，我感觉这足重要，足重要。是，这点我会使补充一下。2017年台北市，因为我迄阵伫台北市咧市政府咧服务嘛。迄年阮办4大运，哦，阿公啊本来就要求讲，咱的旗啊袂使炸入去会场。到尾啊，阮有坚持着，这点我必须爱甲讲出来。不但是咱的旗啊有出来，咱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嘛是以总统的身份到现场去讲话，这就是顶两天柯文哲伊咧辩论的时阵，高老师认为，这是战略模糊的成果？不是，这是坚持的结果。这是坚持的结果。所以到尾啊是安怎呢？阿公啊，本来坚持咱的旗啊袂使出现，到尾啊讲好啦，无你出现，我卖去。所以有所模糊嘛，有所坚持啦。伊有坚持的时阵，伊就两步嘛。对啊，伊就两步，两步伊的办法就是伊的处事甲
伊迄届无来参加啦，伊迄届无来参加啊，但是互咱办。这所以的出一席批一席啦，哦，这中间嘛是有模糊的所在，对模糊的所在就是伊无要来嘛。所以你是对，所以可见吼，民众党吼，有较坚持啦。你看迄阵啊，迄个陈玉玲来吼，迄阵马政府的时候要求国旗的所在拢要收起来。啊，这就是另外一个无坚持啦，无坚持就变安尼嘛吼。我要讲一个角度，我看交各位吼，小可无共款，就是讲一个战略模糊吼，战略模糊，大家拢讲话战略模糊，讲做敢若是一个两化足需要的吼。但是你去看即马，你讲咱希望咱叫你当战略模糊，所以我讲伊种个别，你无甲承认不要紧，你莫甲否认就好吼。即摆问题是吼，中共对台湾敢有战略模糊？伊要甲你统一，这敢是模糊的。伊敢有甲你一个讲做，我要不要统一你？无一定哦。我讲有，伊敢有安尼无？伊即摆是啥呢？伊即摆是讲是要和平统一，还是要强硬统一嘛？吼，对吧？吼。好来，咱就问一个问题：和平统一，伊的方案就是一国两制嘛，台湾方案嘛。啊，这问题是台湾人看到香港的这个形势，啊，我阿强我即摆大陆的制度，你感觉大家感觉？有要叫伊安尼做伙和平统一无？应该多数人无嘛，对无？好啊，大家即你看赵少康伊今日讲了无毋对，伊拢有伊个讲啊真正讲做和平甲战争的选择啦吼。因为对方根本无战略模糊，对方就是一心要甲你架起来。啊，咱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讲两岸分开遮久的70几年是安怎？战争是安怎发生的？战争桥咱拄则讲的。是毋是讲台湾做什么代志，还是讲台湾无做什么代志来发生的？其实战争的因素真大的拢是啥呢？是力啦。你有迄个力量无？你有够的外援无？是即款原因叫你内底，你讲起来，你也讲迄仇恨来讲，较早更较严重啊，较早更较严重啊，对无？迄仇恨啊，对无？但是也是主张讲这个两方拢认同是拢干了一个中国尔吼，对无？啊，咱宪法是来讲迄个一中各表，无都继续落的原因伫对，你知无？因为你两方讲一个中国，啊，一个中国根本不可能各融下去，你只能怎么样呢？要么就承认有两个中国，不是，要么就两个中国，要么就是要消灭其中一个嘛。你一定要消灭对方一个，才有可能终结，这是消灭嘛。啊，这让我战略模糊，这个不叫战略模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从我们这边来讲哈，是有点抱残守缺，拖一日看一日啦。我认为是安尼啦哈啊，这一个心态就是讲，比如讲了之后哈，我等着希望你垮台，中共垮台啦。当然，这个因素战略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它的合理性哈。而且问题是我拄则讲的问题就是啥呢？即摆大家拢知影嘛，台湾中华民国伫台湾，我都生存。也是国际因素真重要嘛。啊，当然咱本身要有这款共识。啊，我今日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讲，你讲伊是战略模糊，伊甲你讲过，我就是要甲你统一，哦。啊，你即马来讲，你惊讲战争，所以我用那个模糊的部分来叫你安尼，不好你一讲一讲。我甲你呼的。不是呼呼咧，迄变做冷水煮青蛙。啊，有一讲大家接受啊，一国两制就不要紧啊，老百姓咱都百姓，咱莫去插政治啦，啊言论咱莫讲话无欢喜，代志就好啊安尼。到时大家都安尼接受啊，这是冷水煮青蛙呢。啊，你未想讲，你也就讲承认讲，这内底你教的是同属一中哈。我拄则讲迄尊重的问题是，你美国日本有啥物理由介入这个战争？人我是要国内问题要统一啦，所以这根本拢做矛盾的嘛，对不？啊，所以我毋是讲。咱这要刻意去挑起战争，我是要解说一个问题，就是讲不存在战略模糊啦，不存在战略模糊，这个空间的，无啊，根本无嘛。啊，但实际上不是讲大家去挑讲啊，你要承认我中华民国，不然我就怎么样？我感觉是应该是讲，咱较实事求是哈。台湾本身的国防面来做好，咱的实力较重要，咱的这个友邦的这个关系较重要。啊，其他哦。不要把善意建立在对方的一个，不要把期望寄托在对方的善意啊！我看法。柯老师有点头。对，基本上这我同意，我同意哦。就是因为咱甲对方的实力是无共款嘛，咱唔是一个共一个水准嘛，哈。但唔是啊，伊对美国来讲，对阿强来讲，因即马主要竞争的对手是
美国，啊来是日本，哦啊来是欧洲，到尾啊才是咱。哦，所以咱常常有头拄咧辩论嘛，就讲到一句话啦，叫咱台湾人莫去抄咩人家工嘛。吼，所以今仔日吴欣盈咯，虽然讲伊讲了无讲真好，伊中文毋是真好啦，吼，国语毋是讲足练等的，但是你看伊咧强调的，就是啥物？伊咧强调就是咱尽量用国际贸易，吼，咱甲国际民间，吼，尤其是 NPO 啊。NPO 啦吼，好，咱尽量对这边来增加咱伫国际内底甲人互相交陪的经验，哦，因为对这点啊，咱来参加国际，互国际嘛看到咱，哦，莫规工拢讲遐传统的，讲咱头拄咧讨论这啦，迄讲规半无，讲遐歹听，无法度解决啦，哦，到尾啊就是头拄理事长这讲我同意啊，到尾啊就是靠实力嘛。哦，咱有这个实力，会使独立，也是对方哦，突然毋知拄着啥物代志，规个放弃有无？哦，咱机会来啊！若准无要甲伊相战，战了讲咱战赢伊，卖啦，毋通啦！哦，咱逐个人，咱拢有家，都有家人嘛，对无？你愿意看到讲相战的结果无？你看咱乌克兰，你看乌克兰就好嘛。听讲，这是事实的情形，咱无去遐，咱唔知影。听讲少年人种战到差不多啊嘛，哦，50几岁、60岁嘛，扭出来讲要做兵，要落去相战。咱台湾人讲要等到迄天，唔通啦，哦，做生意趁钱较重要啦。是，那是连刷球就变成讲啊，要安那如何来避减啊、撇减哦。啊，这是头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讲，咱要参加这 NGO、NPO 团体，其实咱嘛所知，其实国际上 NPO、NGO 团体咱要参加，嘛真无容易嘛，毋是嘛？一定。对吼，我想各位来宾吼，应该是咱是咧解说，就是讲较多啊，这个副总统候选人所提出来一寡证件吼，是啥物啦？我想应该毋是啊，无啥物，大家也无啥物主张，到底是有啥物战略模糊或清晰，到底是目前是安怎？但是一个国家基本上就是实力上重要，我想这是铁律啦，啊，这无需要这个能和能战才能和啦，会使战你较有法度讲和啦，你也无法度。战，你要讲和，这是真困难的，吼，这第一，吼，我这无问题，吼。啊，我较多有讲，我讲即马目前吼，就是既然是算总统、副总统嘛，吼，就是咧国民应该是要有了解，吼，说你愿意未来，假使今仔日伊也是实力高啊，吼，啊，伊不管啥物理由，我想这拢是假议题啦，我相信所有的人民一定拢会保护咱这块土地，这种是无问题，但是问题是讲，咱敢有需要行到迄步？啊，我想这开始咱爱去思考的代志。咱所有较多就是回应这个主持人讲，想要撇阵上重要就是，咱敢已经到迄个一定爱两岸相台的这个迄个到迄个地步啊！啊，我较多有讲，我讲今仔日就是讲，不管任何一个国家，尤其这种大国，尤其是中国，不管中国、美国，讲这种大国，伊爱处理的代志足济啊！啊，我即摆一个是咪讲，会在台湾会使撇阵的上重要就是卖。变成伊第一个爱处理的问题，这就是上大的撇阵。啊，当然，其他的迄个实力，哈，这都唔免讲啦。我想这是上基本的，这就无需要提出来讲。台湾即摆会使撇阵，就是咱即摆足侪研究中国大陆，不管世界也是啦，吼，伊的问题足侪。台湾刚好需要变成伊第一个爱处理的问题。啊，是安怎会使变成伊第一个爱处理的问题？我想这就是咱爱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嘛，吼。啊，今仔日有人讲，有一寡话可能伫住在台湾，我嘛住在台湾住遮久啊，吼。有一寡话是大家，算讲是事实，若无啥爱听啦。哦，臭名人家讲，咱敢有定定去人家讲，咱无啊。咱拢就安分守己的啊，咱无去。但是一个国家一个领导者咧听，交咱普通时咧听是无共款。你有个人。伊要面对是对中国啊，所有的想要离开的人，我必须来讲。啊，大想，咱台湾交因哪有共款？那是咱台湾，那交什么新疆啊、什么西藏啊、蒙古啊，哪有什么共款，对吧？但事实上，
有人讲无需要去体谅伊的立场，但是无去体谅伊的立场，的后果是安怎？咱可能会受害，咱可能会受害啊！所以我觉得讲，甲这个问题啊，要想讲咱怎会使撇阵，上重要就是咱卖变成卖出头啦，卖变成是伊爱处理的第一个问题，这才是咱台湾民众可能爱去想的。我感觉是上重要的问题，互伊国内，咱也无需要去，伊一个国家遮大，内底本来就有足侪问题，咱无需要去，咱无需要去鼓励伊家己自然问题就会发生，所以咱只要卖变成伊第一个爱处理的问题，伊要处理是安怎？就是拍你嘛，这叫我讲的处理，就是直接发生战争，叫做拍嘛。你若卖变成上重要的问题，我想台湾的安全就会使较久长啦。我嘛唔敢讲应用。我加问一下吼，就是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台湾问题已经是伊优先要处理的问题吗？应该还阁唔是。应该还阁唔是嘛吼。啊，过去，咱到底是做了什么代志，使得这个优先性往顶头来提升？咱敢唔做什么代志？应该是讲，互伊飞行机一直飞来飞去，啊，互伊干见啊，愈来飞来飞去。咱敢有做什么代志，互伊会愈来愈明显来做这个代志？应该是安尼讲嘛，吼，就是讲，还是讲美国逼咱安怎，所以这是地缘政治的关系。应该是讲，美国甲中国这拢是大国。我一般伫国际关系内底拢是大国政治啦，所以。大家像刚才主持人讲的，不管是军舰也好啊，军机也好啊，吼，都经过咱的这个 ADIZ 吼，还是讲到边啊？当然，咱会感觉惊吓，咱会感觉是针对咱，但是咱爱分更较清楚，伊到底是完全针对咱，还是咧针对咱后壁的？过来不是对咱的，咱后壁的其他国家，因为咱就是大人的门口嘛，这是咱歹的所在，咱的地理无法度改变，咱就是大人的门口，所以人。出来要一定要经过咱嘛，啊当然，咱会感觉讲，伊会使一兼二顾啦，伊甲你喊，佮当做伊要做伊的代志，佮先做甲你喊，这叫一石二鸟嘛。但是咱爱分得遮清楚，是完全针对咱呢，还是伊要有伊的目标？我想这点，假使若会使较清楚，我想就会使回答这主持人开头问的这个问题。我就是分不清楚，这请问议长啊。所以我唔敢讲一半一半啦，但是伊。大国的政治，我讲清楚啊，这咱就是门口啊，伊也要对后壁咱后壁的国家，伊唔免经过门口嘛。啊，咱也甲这个伊经过咱的门口，虽然对咱的利益、对咱的心防，当然嘛是咱就感觉讲啊足解决，但是问题，咱的地理无法度改变。是啊，咱的地理无法度改变，所以伊大国啊对抗了，伊即摆做的代志，拢是爱做的。伊本来伊就爱做啊，伊今仔我莫讲伊对咱拢无啥物敌意，伊今仔也确实伊会使讲咱对咱无敌意，伊共款也是爱安尼做，但是咱相信吗？啊对啊，啊伊无咱甲人公布，我歹势哦，我毋是对恁哦，我是对恁后面哦。因为伊要造成两种的效果嘛，一石二鸟。天都病啊！人讲我是对你，其实伊是对别人的。啊，这是要安怎分辨？这无法度分辨嘛，这就足困难，这足困难的呀。啊，这是已经 status quo。是不是？熟悉啦，是啊，这就是熟悉啦。来，郭老师，我真赞成议长拄仔的讲法吼，因为你若是，因为可能在座敢若我咧开船啊啦，所以为迄个海洋的地理来讲的话吼，因为中国伊要扩张伊的海军嘛，吼，因为是迄个即个南海九段线即个议题啦吼，但是咧，咱台湾甲菲律宾中间有一个巴士海峡。这个巴士海峡咧，到咱台湾的恒春的南方，差不多200公里处，就忽然变深落去，因为安怎咧？因为正水干咧，在深水的时阵是无容易去中下夹，伊一定甲浅水的时阵，浅水飞行机笑你才有笑会到，所以你有看讲大部分的时间这个。飞到咱 ADIZ 南方的时阵，伊超过1点啊，又搁滑转去，
哦，朝廷一寡活动，这主要是你扫讲，这南海这有啥物吼海底的这动作哦，有唱水港，这是中国足惊的一个战略的一个美国的有可能建水港去嘛，啊日本嘛有可能建水港去。另外是咱台湾的北平，台湾的北平，你若用 Google 去看的时阵，北平的时嘛拄啊好，你咱的 ADIZ 的这角的时阵，就是这大陆片随落去水深的所在，伊嘛是拢咧陪咧食，拢咧陪咧食，啊，所以伊有可能真正就甲咱拄啊院长讲的，这意思讲，啊，伊就本来爱防止讲这镇水港可能对伊的这远洋舰队有威胁，伊就爱这飞行机来飞来遮，飞来遮，啊，就一检二过啊，望哪检洗库意思共款。但是咧，咱袂使安尼，就我拄仔讲的来区决，这就是伊完全的意图。因为呢，这个意图有可能造成这中国来偷袭咱台湾的东方的防疫啦。为啥来讲呢？因为咱所有的战机拢咧。先进的战机拢咧花莲啊，拢藏喺山底，所以以前咱唔惊，因为伊飞到来一定拍袂到咱的战机的库。但是伊若有法度以这个 ADIZ 飞过来，向来，唔是讲活动伊尔，是还转过来轰炸咱的东方的这战机库，啊，这就不得了啊！这就不得了，这是咱应该爱抗议的所在啦，抗议所在。再另外一点呢，这个 ADIZ 的这个识别区你国际法内底无算主权啊，所以中国飞来咱台湾，其实咱敢若无依法，无依法，全世界拢无依法，伊就甲你个公海共款嘛。就甲过去个卡通，伊除非伊飞科学小飞机啊，飞到天空的边缘啊。除非伊飞离来咱24海里以内啊，飞到24海里以内，你就侵犯领土啊。啊，领土这时阵你才有法度甲因讲赶出去，还是安怎？啊，无一般来讲，咱台湾也无主张讲咱有200海里的这经济海里的范围啊。所以这甲所有的咱拄仔讲的主权，这所有的共款拢是一个足歹解的议题啦。是，咱上后尾还佫10分钟我请4位对今仔日的这个辩论，其实内面讲到淡薄讲到其他的议题啦。譬如讲，赵少康讲第3胎要互100万。譬如讲，这个吴欣盈伊也讲，这小资化是这个国安危机之外，爱具体来解决着卢宝的破产，尤其民众党的立场对着民生的议题渐其他的所在，那请4位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来，理事长。我歹势拄着迄议题，我讲一下，我补充一下啦我认为是安尼啦，台湾即马。多数人其实无人想要去讲什么证明制宪的这款代志啦。无这个就迄个客观外在环境原来无啦但是咱即摆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我要不要接受对岸的统一啦？所以即摆大家表达的是一个拒绝统一的方法啦。拒绝统一的方法啦。拒绝统一方法我意思是讲。对方要来甲你统一，这是毋是战略模糊？即摆问题是讲，你要拒绝。伊用这种方式要来给你统一，你用什么方法来处理？我看差别是伫教啦好，你拄则讲的问题，我来讲一项，就是讲，我感觉其实这个因有一个议题是有对立的就是这个我们的能源政策。伫迄个核电的部分小米前面的提问其实不只要尖锐意思讲，你拢讲主张这个核能要怎样我问你咱即摆核能才占10%左右嘛你讲要加个20%表示过来还要几座伊就讲请问你要起到一个原则，伊讲民进党原则拢反对请你来讲一下，你就爱问下国民党的原则有赞成无这是讲实在，这是辩论上是要让制造它的蓝营的难题啦。讲实在，无一个管区欢迎的啦佮问讲核废要安怎处理但是赵少康伊回答这个问题，我感觉真高。伊讲
核1、核2厂还可以再加机组啊，核3厂还有很多机组啊，核4厂也不是完全没机会啊。也意思是讲，会当免增加去设新厂的哦。啊，这当然这啦专家听着讲，你嗰啲好小，你也无影吼。但是伊这款问题，你也一般人听着会接受哦。你辩论的这个议题来讲，我感觉这是厉害。另外一个吼，赵少康已经问2位女候选人哈。讲台湾甲美国若是发生冲突哦，你会什么程度？啊，2个拢闪撇啦吼，啊，这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我即个有拄着讲，因这个辩论的攻防内底，这2项代志我印象较深刻。是，来，邱老师，头拄咱嘛讲着嘛，讲台湾问题吼，咱尤其是台湾定位的问题。唔通互阿强啊讲，家己个，我叫做顺序啦，吼优先顺序，唔通摆去头前，吼。这基本上，哇，做一个较务实的台湾人，应该是安尼啦。咱讲实在话，啊，因为吼，咱本身的问题嘛真济，咱讲实在话，少子化啊，劳保啊，劳保基金可能无够啊。哦，咱咧听讲劳保要破产，要破产，唔知讲。听偌久啊，健保，然后少子化、核能政策，所以咱家己内底问题嘛，足济哈哦，咱上好是集中精迄两项的问题吼，唔是咱完全会使处理的。咱讲实在话，唔是咱虽然讲咱是一个主权国家，讲咱的问题，刚拢袂使处理，唔是。这些小可迄落爱较务实的吼，因为咱唔是遐。大国嘛，头拄院长嘛讲，基本上国际外交即嘛大国外交嘛，所以遐个问题唔是讲咱无想要处理，是咱即马无迄个先扛，咱无迄个材料讲照咱的意见来处理嘛，咱尽量莫去理遐个代志，咱集中精神来处理咱内部的问题。吼，我头拄讲每一项拢足重要的，哦，所以今仔日我看。加减拢有讨论到啦，啊，但是无变成讲规个重点，所以咱应该讨论的颠倒无讲到，吼，啊，迄咱无法度处理，哦，差到有够久，一定。对吼，咱较多讲一寡议题吼，可能拢是虽然足现实的，但是足紧张的，但是可能咱也无去处理，伊无定嘛无一定会出问题，但是那个少子化。甲这个永续发展，就是讲这对这是足现实的问题啦，哈，所以少子化哈这个问题哈，尤其台湾必须要面对的哈，就是讲我想不管是任何对一组的人做这个后一届的政府哈，应该要想办法，互咱这个少子化的这个问题，莫去继续去严重哈。啊上重要一个爱鼓励，无一定爱。爱互伊钱啦。有当时我看即摆教养即个囡仔上重要就是伊的教育甲养育嘛，以教跟养嘛。你即个部分爱去思考讲啊，安怎互一个小家庭伊会使放心加生加养，这才是上重要。毋是讲一届互你偌济钱，这我感觉这可能无法度解决咱的问题，因为即个少子化，不，你只要住在台湾，你就是会面对这个问题。是，所以我感觉这个较重要。啊，还有一个就是，较多前面两个老师嘛有讲嘛，不管是跟核能有关的，还是就是能源嘛、能源的问题嘛，这个是台湾必须来面对的。是，来高老师，主权基金呢？主权基金吼，我认为吼。会使讨论啊，但是无好执行啦。哦，因为全世界你有主权基金的这几个国家，大部分啊是集权的国家。哦，譬如讲新加坡，哦，譬如讲阿布达比，哦，譬如讲。会往上来做，哪里被政治扳倒？会安怎收尾？总统大选三卡都113位立委，你手头的选票被转互谁？新总统、新民意、新政治，分析选举结果，开破局势。1月13下晡5点至10点，请锁定公视台语台，大选开票特别报道。
台语蒙看卖，到底会当蒙出什么物件咧？台语蒙看卖要蒙啥话咧？哦呦呦，哎呦，我跟你讲，伊真正会帮啦，真正。有点秀啦。